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咯，到底嚟想聽邊啲福建嘅節目？今日你往時講嚟講去，要講佢哋歸納嚟話題咧，人哋即係人個隻狗夾，嗰啲人隻狗夾，咁你即係咪叫俾佢講嘅事？所以呢禮拜咧，歡迎咧特別嘉賓到啲Clubhouse 成介紹 Clubhouse 下面嘅特別嘉賓咧是，哎呀，小話 Clubhouse 係個 Frisky 啊，未講到 Clubhouse 啦，我依個 you Google Meet 嘅位。Google Meet 嘅人，Google Meet 人個謝人啦，嘿，你冇打韓國到點嚟哈？因為是車啊，呢時有冇困啊？是車。我到英國，所以我時間。哦，到英國，我成個台灣，我成個都到啲台灣嘅嚇。我到之前到台灣那邊度見我到。OK，未怪，我成個頂到都嚟參加落現時都是到啲台灣嘅嚇。對，未怪，我成個我自己 confuse 嘅啫。我那其實看不到攞網哈 ，OK，頭我感覺anyway 我點先嘅時候，咱無講正暗嘅時當金所以變做這我啊嘛，即係Northern Hemisphere 人都。今次你就渣咯咗，because 我同你無錄個4點去咗，但係我錄個4點，就是講我諗我點先啦。我冇關係啦，冇關係。美國我點寫嘛？我美國我點寫，但係雙較渣咯。我即刻買 Boston Daylight Saving 啊！對 Daylight Saving and 啊嘛。我係 Daylight Saving。冇關係㗎，我你就是冇關係㗎，你夠影響你就交往做隻話就是冇影響啊。對，特別我少少 video 就等過咗。because 特到第4你到8點鐘時早起5點啦就揾我阿 John 已經換啊嘛 John，我當佢冇嗰1點幾呢，我早起就未困車，就是你我早起我點醒，我早起7點我就被 start 落 email 就特別說6點幾就被車啊嘛。平常時我是7點車啊，就冇7點半車啊，8點落 email 就睡着啦 weekend。特別我當佢6點幾就被車啊就喲，所以我明白。你看到我是就我呢一步步好，就是正我特別揸車，特別at least 浪個無愛困過啦。你一個隻人同講，可能同佢到啲 Clubhouse 唔是啲 YouTube 下邊嘅 YouTube 下邊嘅朋友咧 ，YouTube Google Meet 嘅朋友，就是後點啊龍啦個車有個，乜就係嗰度去跑個 B。哎呦，แล้วก็有人嘅，咱慢慢講啊嘛，去識啊。แล้วก็有即係跳落，跳落，就去車時嗰時愛困。你問講我7點 complain， 伊5點8點啲，甲阿三六三本時5點。冇阿三六三是講話。哦，阿三六三幾點？6點啊，7點。伊是East Coast time 嘛。哦 ，East Coast time，OK。我甲你清楚7點鐘啊。所以你快我7點鐘過。我都當2點啊，邊啊2點幾啊？當見2點。哈！你話閒，你話個閒，阿閒嗰啲背面追，你愛困咧話困車時都背面。早起7點幾啊？我早起嘅 skincare 嚟哦。哦，早起 skincare 是小 dogs 啊。小 dogs。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เต่าเกลือเนาะเต่าเกลือมันสิก็แช่ก็เต่าเกลือก็ไม่แช่ก็ว่าทูเช่我其實啊，我嘛就我個把拖咧。你嘛在去拍拖啊？在去？哎呦！睇見搞我老母拍拖。我靠，你老母拍拖？嗰個下晡搞我笨咗拍拖。哦，頭這是去看買超啊，定是去看人看女超啊？OK， 你咪一邊看嘛，一邊看 boyfriend 咯，係咯。冇得好係嘛睇視嚟使。你咪拍視咩？我叫我咪睇視灣嘅，冇見咩邊。我叫你咪睇視，你唔是拍視。唔要緊啊！佢隨隻好嘅，再去台灣花，快嗌哦。我咪希望嘢坐話佢吧咯，你阿 Joy 嗰啲地去呀咯伊。搞我病去啊？那邊老啊啦。แล้วก็ก็ว่าไงบ่เหมาะบ่ตาห้องตอที่เองกอกแล้วตองกิมเดี๋ยว7點7點啱嘅7點哦啱嘅7點 OK 噶啦แล้วก็外後生來開聲後爸爸看啫就這樣รู้啦笑乜狗啊
係啊，你點會吧請呀？唉，我看到大漢啊，未見你都係冇看到你喎，你冇嚟參觀卡拉 OK 啊，啊？等陣你講啊，你是想象噶啦，伊講話你是想象個你幾歲？啊？等我對話喂，誒，你冇大，你冇細漢，你頂到細漢個當然冇細漢啦嗬，當然你30歲啊未？啊袂，你幾歲？入出唔知白，二倍哦，幾倍呢？二倍喂。我根本唔會做伊老闆事啊！係咯，我就是老闆啊，就咁講。我唔是兼淡薄，你直情係識做老闆啊！我就做一把嘅，所以嚟，come here 咋？come here 冇開，唔係啊，係咪買？買 OK，咱嚟等，OK，咱嚟等，慢慢等你，等佢一開。 ，OK， OK，要冇睇到啲咧，你看。所以按把這小浪係咪咪嘅大字被 complain 時啊，complain 我試把教我都放喺 Facebook 度俾佢哋。誒，買啊，你關啊，先嚟啦，嚟。誒，唔係嘅，唔係你有誒 run time 嘛？嚟個歡迎你開啊！免啊，唔拍攝啦。壓力嚟，你有時把你你tension 啊，要把路。誒，講work個 holiday。你知道 Milky？ 做咩事啊？我做咩事？我真，做咩事？咪佢 camera 嚇？一個要把個 content 呢？你借你啊？換你表見啊！直接諗咪 complain 我就到 do it 啊 ，OK？一開 camera 就嘢嘛。好。係啊，等陣啊！我阿 John 都第一個講，yes， 我成功了。嗰啲學嘅字是 peer pressure，阿佬 peer pressure 啲學嘅話講 peer pressure 先。學朋友逼啊！嗱，我後生，嗰時人哋笑兩個咯嘛。嗰時係笑嘅。我老啊，你個見阿 P 個。啊，上啊！嚇！我老你個見阿 P 個。見阿 P，即去帶接 man ID 嘅接。你個這邊是你唔就你呢？唔是，啊，小紅。嘅定嘅先咯，唔得叫即係做打俾嗰隻股。啊，當然呢首咪看到特特你鬥人嘅了，冇事，特晚是看到一坑。哇！20幾歲，你話計紅咗。對咯，我本來對佢10幾歲咧。我嘛希望。咦，我冇買喎，我買對佢10幾歲。我唔是對佢10幾歲，那是講我當今。我做緊這物件。當今是10幾歲話啦。你學我當今是10幾歲話，唔是講佢對嘢你教十年。你會辣，你會正線，你會嘢咧。想愛做緊這物件，愛去緊這。誒，白姐，你再講嗬。那是你見你自己入去，你要做咩物件？要請你要佢哋算嘢，我同你講。嚟，我寫起來。所以我即係成日俾對面 complain 嘅時候，我是真係是誒點把你入俾佢啦，俾對面 complain 嘅嗰陣呢。係咩嘅？我對面係咩嘅？我對面愛講。嚇！我話點把你入俾佢。哦，那是講if you're in your 20s， OK， 我寫what will you do？ OK。哎呦，媽，咩事？歪 keyboard，嘟。你有邊嘅幫人？是啊，鬼唔話做咩事嘅？即係做我 topic。微 keyboard， 你 keyboard 微 keyboard。我係咪嘅大條？歪 keyboard，嘟喎。If you're 20s， 哎呦，你有8名啊？你 keyboard 點面冇？冇啊。
If you're in your 20s, what will you do? Okay. What will you do? Okay. All right. So 我寫起來啊，不知係咧使做這話題。OK，當然啦，每到啲做外國人嘅頭先每位後生看，48你聽到你捌有想過，還是免聽到當機，還是聽到有想過要做外國人哦？唔係啊，咪你想上好騎啊！所以你唔捌想過要想要做外國人咧？但係咱想到。時咱每條講有你成個阿龍嘅債啊，咧有人成講情形，成我去個做搭車啊，你看，特別你唔捌想過會去做外國人，唔捌。我是感覺這邊好似好大。有呢真係好大。哦，我想講。係時啊，真啊，久無講福建話。啦，就是個講啊，對嚟就久無對嚟一直頭唔要講起。淡薄啊，好機會啊。好多機會。唔知啊。你個道具哪能講看？我阿 John 生阿好啦，嗰隻就句，伊個會講咯，我講了可能炸咧。伊是講未出，你講出來我唔知你講咩。你講嘅聽字啊，我忘咗就，你嘅是要抓出條路啊。我知啊。來講。我講了可能算呢。嚇對。來你講。48做咩上你嗰部隊嚟？冇影嘅。拍拖啊？冇影是做工還是拍拖？隨做工，然加厝人，安尼講咯。加厝內人做咩？厝人嘅物件。做厝嘅代志。做嘅代志啊。哦 ，OK， 明白。OK，然後我每到對起嚟啦，你講頭先就住一下。OK，阿岑勒沙，無諗阿岑勒沙，係咪嘅 ？Complain Canada 嘅賣咯，係只是係念嘅事。我冇想嘅嗬，Canada 賣咯。這邊嘅賣咯，呢時到嚟嘅。個頭姜啊，本教主意哦，清。啊，是馬來西亞賣咯，地好。賣咯。Canada 買咯無好啉，特別我只久無啉買咯咧，我唔知講買咯。冇上嘅咩嚇？哦，我只久無啉。買咯係龍嚿水佢。呀咩？清啊！我咪你嘅加拿大買咯是得一國嚟。Switzerland。伊無寫。我咩？阿姑是 Switzerland 嚟嘅。美國嘅是到啲 Mexico 嚟。Colombia。我這邊 Switzerland 呢個係 Colombia，我麥味嘅啦是 for Colombia 啦。哦，我記我是 Asian 嘅店嘅，你去看一下 Product of Mexico。後悔我特別去 check 嚇，我特登看到特別我冇買 ，because 正甜，買攞正甜。冇，即係冇我正甜嘅 ，Switzerland 嚟。哦，OK，呢家製作咧你 ，actually。對，家製作咧個舊，那這邊 Canada 係個了古靈款個了誒。冇啊，我呢咩都是就揾嘅家製作嚟你咯，特別正久冇俾啊。嚟博金啲岑勒沙啦，嗱嗱個博金啲博金啲講成，博金啲你安怎會去帶到加拿大？แล้ว你是加拿大人，還是公民，是PR？我是 PR 攞兵，我是美國參 Canada 嘅 PR。哦，你美國 PR 是因為是你嘅翁是美國人哦，還是你較早讀工嘅是談 PR？我冇我都是談到係算 PR，我冇估了就搞因為翁啊，所以 after 我搞因為翁啊就接頭就換 status 嘛，because 我冇做工嘅數，然後我就接頭變 PR 啦 ，after 我搞因啦。安怎你講話美國嘅是6月節嚇，上邊做嚇？你搞因啊，你發。對，你發6月節特別是 conditional 嘅嚇，意思你唔知對唔對？一年是 conditional。conditional 是看你離婚咗啦，係哦。伊驚講人搞因是假嘛。哦。人為了 PR 去搞因，特別一年了 after 一年了，伊就學你
年哦，10年哦，10年PR 啦，哈，actually 10after 學了了，伊就是學了 permanent 嘅 residency status 啊，even though 10年，伊唔是10年啊，你摕到對你 status 係10年，伊價是 valid for 10年。對，你就 renew 呢？你就 renew 呢？對。伊面是 conditional 嚟對。特別咧，當今到 Canada 啊，是麻煩一步是。了我誒 BR 美國嘅 BR 係 expire，要是係過頭過咧，還是行得對。because 正咧都談到 BR 你掉大美國一個6個月，前年內面6個月，冇180日，6 months，冇意思啦，就是愛叫你 give up 你 PR，我 friend 嘅嘛。So in the way，我當今有對美國咧，嗬，冇是無數嘅，伊人會念落，你講做你數你無大一邊，特別伊只未做半行嘅，比如美國咧 ，once 你是 PR 咧，伊是成個一個 level，安尼成個 citizenship 啊，伊無安尼硬行到行到對嘅咋，你愛行咧，嗬，你就。寫批之期係咪？冇面試寫批，你就做一個 form，你個就 appear in front of a judge，講你行到對咗。講個咪啊，都冇安尼硬嘅事嚟咋，就係行到對 BR 尋行到對喺你講明。都會你做咩辦法咧？是了一直頭到啲 Housing Office 出嚟講 ，OK， 少女嘅抓嘢。你冇安尼硬氣到對你講明。แล้ว你是到啲美國，你讀冊是到啲美國。我讀冊是到美國，然後我做工嘅時候，你細漢嘅時有想要做過個讀冊是做過個人什麼？有我10歲嘅時，我甲我爸甲媽講，你大人會使帶send 我去英國啊，啥物去 boarding school 咯。英國我有呢去讀冊。然後特別我係爸甲媽看我成小人咧，所以你哎呀，囡仔講話，講話啦，冇猜話。特別我細漢嘅時都我小啊，即係伊走啊，是學生啦。我係大波驚亂咩嘢小妹。我細漢嘅時候愛去讀冊啊 ，because 我感覺講咱讀冊是 OK 啦，當馬來西亞。特別我感覺會看世界，你就出國該看到世界，會學到新嘅物件嘛。特別我無去啊，咧是 after that，我愛去英國嘅，特別英國佢暫時就知啦，咱嘅 currency 落嗰隻嘅，英國像7塊ringgit 是英國嘅一磅，所以我每次話去 US 就，但係 US 是回頭佢真係冇。係幾類？US 佢暫時3點幾嘢啲。冇晒4啊，4塊。你聽到馬哈迪爾是啥物啊？馬哈迪爾講一條條嘅3塊8，3塊8對啊，對，係你所在，係你時間咯。但是我換去美國，伊是真正無想嘅世界。比如說我關係英國款嘛，英國嘅，比如說我個人都英國嘅，所以。我捌去英國過一擺，但是我愛去讀冊面特別白啦，because 真貴嘅數碼下暫時。所以我去美國特別有陣時真 culture shock 啊，嚟美國是真正無相嘅世界，有陣真正無相。所以特別阮大家10幾年啦，咁到美國參 Canada 都阮大家6年啊呢，然後我大11年到美國。讀冊做工教員，係咪啊？你大 Eastern 啊，大 Ontario 啊？我 Ontario 阮大過，阮大過真濟位，大 US 位。你巴魯咧？巴魯我大即係咩 ？Vancouver area 嘛。哦。แล้วสำลักซ่า咧สำลักซ่า是幾時去？你聽到你是細漢時都愛做外國人嘅。我無啦，特別我再講舊家一陣，我哋都是出國。特別有對來無對來是唔知啦 ，because 我有你 cousin 對，有你 cousin 無對嘛。我知你是講，你是感覺，你是真正 black sheep 嘅一種嘅感覺，你是感覺，你這邊白，你就特別
出去外邊看世界，你可能試未好。對呀！แล้ว我ไป出國แล้ว係สิ because 英國啦 Ireland 啦我จะเจอ cousin กันแล้วตัว英國ทัตัวกว่าแล้วฮะแล้วว่าไม่ขี่อันพวกนี้อุ้ยแล้วว่าไอ้ขี่โบลังไอ้อุ้ย so ว่ามาไอ้ขี่บีกอก咯แล้วว่าจำไงว่าบีกอกอีกองบีกอกเสียว亂เสียวเจเชง啦จะเจมิกะแล้ว吹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ดไอ้ตัวขี่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ว่าไม่ขี่แล้วก็ไม่ว่าไง這不是ไม่ขี่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ว่าจะ前正到 Australia 因為自己 independence 你是你唔是講有人無人嘅 population wise 你是成個有自己人無自己人你是專門是要去咧無自己人嘅位哈對但是講我去 Australia 今日之類位無前正啦 Perth แล้ว Perth 古早時啦都係會叫即係like 80年79年 Perth 是一個金邦鳥啫對所以咪講無人愛去一個 desert 係咪㗎แล้ว若是講我去英國甲去 Australia 我特別去 boarding school because 我 below 16歲嘛你是英國誒今日美國我免去 boarding school 呢แล้ว是我想來想去แล้ว我哋講แล้ว我知嚟 Canada แล้วแต่ว่า我ไม่嚟 Canada 我知ตัว Canada แล้ว我想來想去冇辦法แล้ว嘛保護係本好啦，去 Canada， 我就講那時我愛去，你就去 Canada， แล้ว去 Canada 是講特別有 guardian，because 即係英國你 Commonwealth 國家 law 嚟啦，國家 law，so 我就講唔使咯，那時แล้ว我只講18歲，伊使做我 guardian for a few months，搞我變16歲啦，唔知9個月先呢 ，something 呢，所以我咪嚟咯。你知已經到 Canada 係咪先？一ตัว U of T 讀嘅。แล้วตัว U of T ตัว Scarborough campus แล้วมาตัว Toronto อีตัว Scarborough campus แล้วแต่ว่าว่าใจก็ว่าไม่ขี่ U of T มา because ว่าขี่ U of T ไว้ที่ตัว U of T แล้วไลฟ์ golf แล้วว่าไลฟ์ golf แล้วอีหลังว่าเท่าๆเสียงขี่ Alberta 你16歲你免讀 high school 嘅咩？你頭你使讀大學嘅咩？我嚟是我ไปขี่ high school แล้ว你係想 culture shock 嘅你可能學險？就掉有啦，like 我只未落咯 ，because 無環照我關只落了只咯，แล้ว我只叫我去買環照醬，แล้ว特行我古早來時這邊就係冇容易找無嘅啫 ，because 古早這邊Chinatown 19 like 我來時是1980啊，1980，伊Chinatown 個了是香港嘅。所以無落嘅物件，咁了無落嘅，好似但是講愛落嘅物件，伊人用 mustard sauce，所以香港人無食落，所以蝦米物件本買落，像人當今人會使買將這物件番椒醬蝦米啊，古早這邊咁了將坎坷買，所以我食買落，我3個塊呢，我頭3個了嘅，呀白食嘛，咁啊特只食幾錢呢？我吞未落，แล้วไอ้จีก็講特別食番椒，嚟買番椒醬，แล้ว我3至4節我食一罐番椒醬，3至4節我食一罐番椒醬。你是蝦米物件要換番椒啦？我蝦米物件本特別食番椒，關事你我關事。即係上個外國人咧，到英國嚟。你成間毛毛菇去旅行嘅時間，自己一罐嚟到，去番椒出嚟。特行千里巴里，就係布隆。แล้ว叫我買嘅你就係布隆嘅你打了呀，寄過來，แล้วก็未曉去整番椒，未曉我物件寄來嘛冇用，個未曉煮，แล้ว嘛關事咯，慢慢食頭一段時我有樣未吞啊，我只買 submarine 係我食。我未知我只吉博只吉博呢，我食未落，我只講你冇辦法了，你就買冇嚟試，แล้ว嘛有樣特只嘛只แล้ว特只 peanut butter sandwich 你食個你鹹了嘅時啊，你就try 白行咯。แล้วsorry sorry 妹話，你咩番椒醬？是咩番椒醬啊？莊梅，我唔知，我記你。叉鬼屌梅啊！喂，沙比款冰山嘢啊！做個人留只物件愛講啦。都試下。
我未記啊，我是 curious 啊 because back then 你冇係靈感是所什嘛，你所你是咩啊？伊黃椒醬是香港來嘅，所以了我知是讀阿摩冊，我是讀東南冊，了我知就看伊阿摩字，我就看東南字，了人是叫 chili 嘅嘛，了伊人是叫 hot peppers， 這邊是叫 hot peppers，了我都唔知係咪是 hot peppers，了是嘛買幾嗱行咯，但我真 lucky 是 because 我有等我多 Spadina。像我 Chinatown， 所以我水房間嘅時我水房間迄個人，我唔知咗。我水房間我就簽迄個 contract 咧時，伊甲我講袂使，伊講 because 若是講你無互錢，伊袂輸我 because 我是 minor。你我講我就搬入來啊，你叫我搬出去到對咩？你伊甲我講你莫互我 problem， 若是你互我 problem 咧，就坎坷咧。แล้ว嘛我改水房間，所以我嘅房間正我 Chinatown， 所以嘛去買你黃椒醬，但是講即個無好食，佢 try 一項，無好食，佢再 try 一項 ，try 到你自家食嘅，嘛是買迄一項咯。Maggie 係咪個了無嘅咯？就Maggie 黃椒醬係咪個了這邊無嘅？咁伊物件個了是香港來，伊香港來。你如果一記什麼係咪？伊想做一時間啊普通間啊黃椒噶，還是要摻蒜頭什麼嘅？做黃要摻蒜頭嘅。伊黃椒蒜頭，所以我是看色，看伊當人是辣椒嚇，แล้ว我就買，特別伊黃椒醬，แล้ว我是無好食咗，特別伊是要蒜頭我可以記，伊是酸酸呢，淡薄最酸酸，酸淡薄，แล้ว我特別食湯麵哦，湯麵係黃椒醬，แล้ว特別食咯，食個我關係去แล้ว慢慢曉食。แล้ว去學堂是攞白嘛，亂咗去講，你關路咪去學堂，都特別講，迄個 peanut butter 誒 sandwich， แล้ว食關係แล้ว是你慢慢誒 explore แล้ว食 hamburger， แล้วก็未食伊古巴比伊 hamburger， แล้ว慢慢 try 嚇，แล้ว after 你誒 try แล้ว就正爽了 ，because 特特就是 experiment， 今日你係 relish， 明仔你係無相關誒 condiments， 嚇無相，แล้ว就 try， แล้ว嘛是安怎慢慢過啊，แล้ว關係嘅，แล้ว關係過แล้ว就到去較大學咯，去較大學是我是แล้ว是落來是無暑假煮嘅。所以去到大學時，我大 residence 所面煮我真爽，特我去 experiment 物件，食無相物件 ，chicken cacciatore 本食 ，lasagna 本 try， แล้ว特就是看到 menu 呢，想食呢，今日 try 一個名再 try。แล้วก็แล้วจะ食冇食哦，如果會如果會呢你其實嘅安那話你 mindset， 你頭時你食袂落嗎？你是食袂落是 because 是濕嘅時候你食袂落。這邊食少當人，แล้ว我去 Guava 無當人店嘅啫，咁啊一間 Chinese restaurant 呢。แล้วก็แล้ว是阿摩，嚟東京嘛，你看食一當人啊嘛，我先嚟 Canada 時你愛看當人，你去 Chinatown。食少當人嘅，這邊食少當人嘅，แล้ว你去 residence 伊無 Chinese food 嘅，伊今日一個 Chinese food 就是 fried rice and 伊 fried rice 伊係 celery 嘅，乜都是 fried rice。係㗎，未食誒，伊無係迄個，伊無係荷蘭豆啊，咩？伊 fried rice 就是carrots celery， แล้ว伊係 corn， แล้ว伊炒係唔知係豆油，แล้วก็白色嘅，แล้ว伊叫 fried rice。แล้ว whitewash 這邊嘅物件。無係，伊是係啲點樣炒咧？佢無係 eggs， 無係半行嘅嗰隻，伊就叫 fried rice 啫。แล้ว是แล้ว我無食當人食咯。แล้ว你幾時曉？你幾時起嘅時想講 OK， 我要到整大啦。甲阿毛包教應嘅事。所以你是知道無想甲按掉甲阿毛包教應，甲想對講我要到整大。你 just 我對我嚟講 ，this is just an exploration 咗啫。你成日你坐船啊，古早人是坐船去 explore 嘛。我先呢 ，this is an exploration trip。แล้ว我轉去咧是我都攤食，所以我當今嘛盡量做迄個物件，咁咧我Malaysia無攤做嘅。所以我特做嘅物件，是咧阿毛對在Malaysia無攤做嘅，所以食物件無當人食嘅。成日有陣時去 Chinatown 嘅時啊，教我知白去 Chinatown 時候，我人去食當人食咗咯。不，啲厝嘅咧是外資貴州啦，แล้ว我去外資嘅厝，外資貴州特別外資本是煮阿毛食嘅貴州 stuffed turkey 係咪嘅咧？所以對我人老人嚟講啊，即係是我人會幫聲。人去 experiment 人嘅物件 ，because 人對於 Malaysia 就是無攤 experiment 可能物件。所以你成日去做，盡量去做
唔是加你識嘅物件，你去 try 新嘅物件個了啦。嚇，對，所以去朋友嘅厝嚇，แล้ว規日人就講下面物件，人捌食嚇，人就去 order， 人講下面物件，人捌 try， 人就去 try， 好食無好食 try 個了。But then 除了食嚇，你其實去是講 OK， 我要做到這邊嘅大古頓了。甲冇包教應嘅時，แล้ว過嘅時，你嘅手續安怎樣到底加拿大？古早 like early 80s 嘅時咧，只 Asian 只 conquer 嚟 Canada， 當今只英啊。古早係 Asians 真正 conquer， 你就俾 Europeans 冇解接。So Asians 啊，真正 conquer 接嚟咗。So แล้ว冇包教我講，我甲冇包講我對樣啦。แล้วอีปิดเก็บแล้วสินะสิ the relationship is still strong แล้วว่ามาตุ้ยไหล咯แล้วรู้สึกว่ารู้สึกตุ้ยมาเลเซียเซ็งตั้งแต่อีปิดเก็บว่าตุ้ยไหลจะกันว่าปิดเก็บมาแล้วว่าพี่เอามาเป่าควายทีนี้แล้วว่าอย่าสานี่program because ว่าถักว่าเสียแล้วจะแล้วว่าปิดตุ้ยทันลุย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เอามาเป่าอย่าซีนี้แล้วอีกบันว่าทีนี้มา soแล้วอีกว่าอีกว่าใจลูกตุ้ยเหียลูกแต่สิบุตุ้ยไหนแล้วอีกลังเก่าอินแล้วไม่ว่าเบียดว่าสิ่งที่จะมันไหนเก่าอิน like ว่าต้องใจ like you know what am I gonna do ว่าเก่าอินนั่นสิ唔掉สิว่ามันสิทำแล้วสิแล้วอีกว่าว่าลูกขวาลูกอันนี้กูตุ้มบัดบกตาปอกยังบกปังหังลังก็อันไหนหับลาว่า想一想佢คนนี้สิ掉ลูกแต่ว่าสิลง來ว่าบุ boyfriend นี่อามาเป่าสิ my one and only อ่ะแล้ว想คนนี้掉就20幾歲啊ก็บกกำลังกิน看未起ก็唔是講看未起เลยลัง like 看แล้ว未สุกะ未啱你好未啱ลัง未สุกะอี未สุกะลังแล้วอันนี้ขังข้อช่วยเดี๋ยวจะเลยเองงามแล้วลูกก็บังเดียวขี้แล้วใจละ看เลยตรงนั้นขี้ลูก錯過了意思就被丟掉驚我哋未驚ลูกแต่ที่ม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คิดช่วยเลย guidance counselor ว่าเอา guidance counselor เอามากาเลย guidance counselor ก้องแล้วว่าไก่ก้องบอกว่า apply ล่ะ apply อีกว่าก้องเปจะขังข้อฐานwork permit เลยแล้วอีกว่าก้องอีกแล้วสิเอามาปังมาก้องโอเคลังก็โอเคละแต่งคนเก่าอินล่ะแล้วเลยลังเก่าก้องอีกก้องลูก apply ลูกสิ่งเก่าอินลูกไอ้ไป graduate สิ 6 months before ลูก graduate ลูกเก่าอิน because ว่ากูเจ้าว่าลังจังเกียร์ไม่จ่อลูกจะปิดเก็บแล้วลูกจะปิดเก็บอีกเขาลูก2 weeks เนี่ย2 weeks จะไปตัวเนี่ยตัวอย่างลูกน่ะสิก้องหลักเกรดจะเตะโหปิดเก็บละอีเขาลูกเก่าก็3 the month end แล้วน่ะสิก้องลูกสิ beginning of the month อีเขาลูกก็ the middle of the month ลูกไปตัวเนี่ยบอลลูกตัวสิเที่ยวไปเกี่ยวจ้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ลยหลังมาก็ว่าก้องอีกก้อง if all things are the same ล่ะอีกก้องลูกมาเก่าอินล่ะอีกก้อง because น่ะสิก้องลูกบ่เก่าอินล่ะลูกก็กี่ apply ตัว work permit ลูกจะบ่เกี่ยวเดียวลูกตัวไปตัวเนี่ยso อีกก้อง if all things are if it's the same what does it really matter ว่าสิ่งที่ว่าไม่โคหลังมาเดียวเอาไอ้กักกี่จิตสังกัดลูกก้องฮั่น咯ไม่โคเลยอังฮั่นแล้วอีกว่าก้องอีกก้องลูกจะขังคอจิบจริงจะขังคอจิบ so มา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าเก่าอินเนาะที่เท่าเก่าอินเก่าอินแล้วมาสิ apply แล้วอีมาสิอีกอย่างก้องลูกสิแก้มาแล้วไปที่ interview แล้วลูกเก่าอินแล้วสิลูกมาเกี่ยวลูก marriage certificate ที่เฮเลimmigration office ลูกมาที่จูเทลแล้วอีตัวที่เท่าเกี่ยวลูกแชมป์ฟอร์ม啦咪鬼啦ตัวชัวอีตัวเกี่ยวอี4เลยหลังนอเลยหลังชัวเลยตาปอขี้จะเลยปังเก่งนอเลยหลังชัวว่าเลยจะ cross examination เนี่ย cross reference เลย answer อ่ะเดี๋ยวอีไป interview ด้วย interview ด้วยแล้วอีชุไลส์อีกลูกตันแล้วอีลัง compare อี answer compare แล้วอีกก็หักเดี๋ยวไปแล้วอีก好三節下面咪嘅下啷發頭是頭子你是幾多位對是唔對game show ไม่รู้รู้เลย first date จะมีอีกสิ kiss รู้ฮามีอันคนมีเกียแล้วอีมวยแค่เจ็บ personal มีเกียแล้วว่าสิ่งที่จะ personal มีเกียมวยหลังแต่พี่รู้ตัวไปก้องไงล่ะแล้วมวยรู้เท่าที่เต้าตู้เดียวอีเตียกับอีหมาสิอันจ้าลุยเตียลุยหมาไม่มวยจะเจ็บ personal มีเกียแล้วมาก้องแล้วมวยก็รู้อีเบย์คิวจีเขารู้อีคิวจีสิอันจ้าเขารู้ขวาอีมวยรู้ว่ามีเกียกันแล้วมวยแล้วอีก้องรู้ pass แล้วอีตัวเขารู้จะเลย temporary ทำยังอีสิ่งจะเลยรู้จะเลย identification รู้ใช้คิดโทกังแล้วมาคิดโทกังแล้วคิดโทกังรู้โทกังตัวสิ from ฮัลเลเก่าอีเลี้ยวไอ้เสียว่าบรรลุกระจายก้องว่าสิบทันตัวเนี้ย
because 我大隻咩時啊，我嗰隻減少咗，人嘅 winter coat 啊，買貴貴啊，我都唔敢買 because 我知我前3年、4年、5年我都買啊。細個就被堆嘅啦，成個買開呢之類。對，了人你買你 winter shoes 啊，係咪個了啊？個買買上貴嘅 because 我知講 winter。like 我前貴到啊，反正特別我教因啦，阿媽包講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mindset, you're not going home. So 物件你別使講 temporary， 特別next season， 你特別想好了 ，from then on 嚇，我想法變咯，改變係啦。喂，記定到我們成日看啊，我定到我是靠啊不，讀出來啊，我咪是做工啊咯，做工咧是我還是只實做工是本是即係。即係叫咩？我們咩？OPT 嘛，即是叫咩 ？practical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嘅時候，所以好，我咪買車用，我咪是買，想講哎呦，我咪買車，所以我就 lease 車，我是 lease 12幾日嘛，然後對嘢嘛，成日看啦，我個睇嘅，我係咪不買杯啫？了，你只阿冇朋友啊嘛，了有啲人嘛是叫。只人會跳路物件嘛 ，because 伊黐啦，伊高啦，係咪幾隻物件？所以伊人個了真 generous， 但係我真係講 Canadians， 伊人真正 helpful， 真 generous， 伊再講你大一邊佔事啊，唔免開你鐳，伊咪講啊，我對厝嘅時，我叫我媽吹一個物件，嚇，แล้ว你咪解照，對，所以你真濟物件，我買買你知哦，所以阿冇包講我講你按款買貴啲，你買曬你款，你都買上啊，你是大一邊嘅。you have to do that。你會小英是係咪物件啊？你教對個？哦，係你我知。你係你 snail 嚟騰。螺絲粉。螺絲粉。呀，螺絲粉。Stinky noodles。Stinky noodle， 我冇食過喎。你 Google stinky noodles， 你對出來啊！Google stinky noodles。我食嘅是鵝薄泥啊，係。嚇，對，鵝薄泥。哦，你一啲我成個是豆卜嘅啦，嚇，伊是 dried bean cut。哦，豆雞呢？嚇。OK，sorry distraction 了。了，嘛，安尼我就咯，慢慢啦。了，你還是你就，你是加拿大人啊？那當然。還是，所以你做加拿大人嘅事，你有想考慮過講 ，OK， 我愛做咪做加拿大人，是會 continue 喺馬來西亞嘅公平嘅上面，你有想考慮乜想過安怎？未 ，because 阿冇包教我人參想正久啦，不如家教因嘅。because 我唔係教因嘛。แล้ว阿冇包教我講過啊，伊有努力條件。那是我伊講努力條件啊，被 compromise 咧。Number one， 我特別 give up 我 citizenship， 我特別做 Canadian 嘅人。那是我愛大邊，我特別做 Canada 嘅人，我別使講 PR，because 我厝嘅人只係個啦是 PR 這邊 PR 嗰邊嘅嘛。所以對我嚟講，我很大對曬啊。伊講 no。You're all in or all out. There's nowhere in between. If you want to marry me, you have to be a Canadian and you have to think like a Canadian. Like that's why what is 想long is 想法嘅我想咯。So 你愛大這邊，你就大做這邊嘅人。你咪 like 大這邊愛用這邊嘅 benefit 嘅了，佢咪做這邊嘅人。No such thing. แล้ว number two， 你教因我你別用外省。Because 當人是人省，當人是人用啦。咱冇外省。對。แล้ว我一落來啊。I'm very proud of my surname because why like you have to be very proud of your name and where you come from of your family. I wasn't going to give up why family name 啊。伊講 no， 這裡是努力條件。你教因我你用外省 because 這裡是我人嘅 culture， 伊人嘅 culture，and 伊若是講我人生囡仔，我賣囡仔講安怎你生冇對生。Yeah， 所以你教因我，這裡你愛大這邊，你特別對這邊嘅方向。You have to think like Canadian， 係咪個了？所以我想家真久咯，I thought very long and hard. Is this what I want？ 我想，啦咪講 OK 咯。แล้วลูกเสียงก็หลังกล้องมาลูกแถวจิบขี่ swimming pool จะไปชุดไหลเอาไว้ลูกแถวจิบขี่ลูกจะสิแถวจิบขี่เอาไว้ฮะ so from then on ว่าเสียงขวัดกันแล้วเดี๋ยว咯จะไปอังหันตัวเรากี่咯อาโบลูกแสนซิมนออีอะจิเลยเสียงหลังกล้องว่าจิเลยหลังคาตานอจุนเบลูกสิเบจะขังคอกุจ้า especially กุจ้า so ว่ามาสิอันนี้คนนู้นแล้วมาสิโจจะเป็นหลังแล้วมาสิกวนสิ咯กวนสิ咯ลูกจะไป做下面 ceremony 啊ลูก做加拿大人是
有嘛是講以後你一本冊啊，以後你一本冊，你特別去讀嗰啲冊，แล้ว是特別 call， แล้ว call 咧是แล้ว是แล้วก็特別去一個 interview， 你一個 judge immigration judge 話俾 interview 咯，你每類物件啊，像個阿龍講嘅每項你要請au Canada。我係講我曉唱，特別我比較唱我哋 French version 嘅 ，because 我人係是一半嘅啫，一半 French 一半嚇 ，officially 是一半 French 一半阿妹。我係講我比較唱我哋 French， 我係曉唱我哋阿妹呢。แล้วแล้วI mean 就係 2 weeks before 我去我誒 interview 嘅是 Ontario Lieutenant Governor 換人，所以我覺得別。我哋新嘅人了，其他邊是像緊張，我未記伊人名。Do you know the Governor General 嘅名？我未記伊，我就我講 I cannot remember, but I know it's a black guy。哇！伊 during 我唔是看衰嘅人就，我會記迄個人是特別，我一個我講迄個人嘅名，當然我死我本會記迄個人嘅名。住嚟講啫。你啊，Lincoln Alexander， แล้ว我 because 我就別叫講 I cannot remember, but I know he's a black guy。during 我就，แล้ว我唔知，แล้ว我出來時我講冇包，我講哇，我就講啊，你 judge 啦，during 我講特別想講你是看衰惡人，我其實當然我看衰別人做咩鬼，我是學人看衰，我去看衰人做咩鬼啊？แล้ว伊嘛講你巴聲時就叫你翕小影。แล้ว翕小影嗰時，喂小影朝我隻水。誒，你是一人嘅，你唔是一定嘅啦。冇，一人嘅。啊，一人嘅。當今我唔知啊，係你是古仔 ，because 古仔是真少嘅。古仔了我特別了我過去我有一個同事，我到病做工嗰時，我有一個同事，特別迄個我同事咧，伊是大英國生，特別伊唔知一歲兩歲伊就來啊，來個安尼久啊，伊爹甲伊媽無互伊。做 Canadian citizenship 咗，所以到18歲時特別驚，佢當今會使 dual citizenship 啊，佢早是未使。所以伊嘛特別驚咯，แล้ว伊驚 Canadian 咧特別去讀冊，แล้ว伊無讀咯就伊想講伊特行會曉啦，伊無讀。係死，一 fail， 無伊 pass， แล้ว我人唔知講 like minimum 唔知伊每路唔知幾伊未談佢哋 number 咯就，所以佢哋人去選伊，誒人直直每家伊求急，就伊想講人伊每我錯一兩條呢嘛，像嘛是8條咯，伊啊迄個人每家30幾個 question 話你個搞你 number 咯就，because 伊無讀嘛。伊講 ask me all the stupid things like Newfoundland and 係咪幾啦？伊講 PEI 啦，伊講對伊嚟講是無要緊 ，but it's all about Canada。แล้ว伊無讀咯，無讀咧是啊，伊問我講，你問我 ，I think 你人仔問我11條 question 嚟哟，你別掉10條 I think， 所以我錯一條嘛，你 Lincoln Alexander 我錯一條，所以問我11條呢，我嘛8條咯，10條咯，伊特別每家30幾條。嗰呢有機會有得做啊！可以機會 ，because 你人仔講啊 ，she's a true Canadian， it's just that 伊 overconfident。無讀無半項，特別你問伊係咪 Canada， 咪講係咪 hockey 啦，係咪個了會曉個了。特別即美國人嗰時，你係叫美國人去考你公平嘅 citizenship 嘅 exam 啊，樣是 fail 嘅。是啊，發病嘅人啊，都講。因為就係個 politics 係咪見咯，就因為咯，因為咯係係咪 party 啦 ，who is the opposition party 啦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啦 ，what is their mandate 啦，安怎去競選啦？競選就係咪每家這物件，所以我朋友18歲呢 ，what does she care？ 但係是贏嘛，所以每一回物件伊未曉咯，แล้ว伊嘛未 pass 咯，แล้ว未 pass 嘛，你人嘛直每卡伊搞啦，伊嘛 pass 咯。แล้ว我俾插幾條嗰個條，插幾條，我俾咪再講插幾條，看伊係講伊其實不就我看伊咪會開哦。注意看者，就啲 clubhouse 入邊，嚟啊！插幾條，你有佢又買，你買，你是幾時去會再講會做新加坡人？我住這邊3個月之後。哦，所以唔是特啲馬來西亞，是你是去新加坡做工，到下邊3個月之後，你就特別做，再講你會是大概是會做新加坡人。我是細漢嘅時，我連離開檳城冇想到嘅。哦。
แล้ว我是看美國嘅戲，所以我感覺到若是讀冊大學讀冊去美國讀冊本好本啊 at least experience 要對嚟咯，對嚟邊啦。แล้วลูก去美國讀冊啊？我是安尼講。冇嚇，我決定冇亂啦，所以我讀 KL 讀冊咯，讀 KL 做工了冇曉得離開馬來西亞 until 嚟，แล้ว工到啲新加坡呀？唔是，because 伊是 around 我舊年嘅是2001年啊。迄時我甲感覺，我甲 discover 到馬來西亞政府安尼解 all the scandal 啦。所以迄時我真起哄了，因為大家本身有起哄了，我係咪 pay tax to this government？所以我是直愛離開馬來西亞啦，無想到去大陸啦，我是可能新加坡、Australia 大陸本好，然後把差別講冇甲教員，我冇甲買新嘅厝，因為買走。到啲邊嚟啊？你是講到啲？我到 KL 咯，到 KL。OK。แล้ว finally after 7年看 the situation 就來就改 then one MTV 嘅物件就出來 all the news 出來了 finally 講愛走我就陪死命找工咯 either Australia 新加坡啦，迄時 Australia 新加坡搞到找到新加坡一個工了2017年就搬過來咯。迄時我嗰時有我請 agent 做 Australia 嘅 PR 本 OK but Australia 伊是 point system 嘛，所以伊講你若是愛過來 as a professional 咧，你愛一個 degree。but 我做這份工20年了，你無了需要我 degree 嘛，有20 years experience。所以我找 agent 甲我鬥做啦。伊講 OK 會使，你有這個 professional this number of years of experience 會使。So 我prepare the documentation 係咪㗎咧？我 submit 去 the Australia website。but 迄時我是大條新加坡啦。By the time the agent come back 講 OK， so you have enough points. All you need is to pass your English test。but by the time 我有迄個 news 時，我已經大新加坡3個月了。then 我是感覺到大新加坡較好啦，better than Australia 啦 ，because Australia 真濟條件。so 你 mandate 你愛大一個 Southern Australia 像是 Adelaide 啊，你特別大合併 at least 2-3年 ，then in that time 你會找到蝦米工做蝦米工咯，可能我會做 McDonald's 啊蝦米啊，所以我 earning potential 我會賺真少錢啦 ，until because 我係做 advertising，但係 Australia 伊叫你愛就去，伊叫你大落為你就大合併嘅。for 我啦 because maybe 若是有 degree 啊，是大啲 depends on 你嘅 visa。安尼。別人嘅 pass 無相so for 我嘅是你特別大 that part because 嗰邊較少人 but then 嗰邊我若是做 advertising 應該是無咯，無呢個 industry 咯。無工，所以可能我就做手托卡係啥物啊 ，so 趁你較少 then。賺你真少咯 ，no job 嘛。Then I for a few years 啦 ，for a few years。嚇！你到新加坡已經是做啲 agency 去做啦。我做 agency 做了 ，so and then 我感覺到新加坡好啦。In terms of lifestyle, governance，安全過 Australia obviously。แล้ว大行半 like 我感覺是 run better than Australia。我去過 Australia， 我感覺 Australia 好嘅，but I feel like 新加坡嘅。is better run 啦 ，government 搞到半個好啦。好個仔都冇嚟美國。佢成日美國是也好嘅嘛，佢成日是。係啦，有 portray 咧，個咧嚟教這個時間確定呢個坑啦。你去新加坡快本喎，你去新加坡新加坡要做工兵嚟講安怎啊？你 process 安怎頭去？OK， so 我2017年。搬過來嘛，所以我是 overly 緊張嘅。我 express 嘅 ，because normally 你來大這邊愛大2-3年，你甲來拖 PR。我只搞 minimum requirement 6個月，我就拖 PR 了。我就 because 我搞大整3個月，我講 OK，let's just settle here，forget Australia。了。你只幫，你只成個心想要做咩就走去做啊？我離開 Malaysia 嘅時，我嘅 main goal 是 I want to give up my Malaysia passport，and take my KWSC money 寄出來。
So that's my goal already. 我寫內等人字目標。我寫到我目標啊。So I wrote those 2 words 啦。咁我做工課本好，我係頭家做食啦本好，我愛做小課本好。I must remember 我係 goal 是這個。哦。So 我真正 sure 愛做這個事啦。So that's why 我這搞。Then normally 往食行啊，下面差別款 arrange， 即個我 arrange 我自己 arrange。แล้วว่า真係 systematic， 我真係 normally 我冇 organize， 但係我真係 organize。แล้ว差別款本一頭對路啦，讓 agree 做這事，但是我咪走對我講明是我國家大，就是會做這做完啦。PR 是意愛啦，我人本愛 PR。所以6月節。我就一頭拖 PR， แล้ว9月節我就談了，แล้ว談了我有一個 problem， 因為before 我談嘅時，我搬厝，แล้ว我 update 我嘅新 pass， 我搬北京厝啦，แล้ว update 一個新 pass， 我用這新 pass 是有 one access to all the government 咁樣物件嘛，แล้ว就 update 我嘅 address 到新 pass。But 我冇 update 加 the immigration， so it send the pay 去我舊嘅厝。所以你收唔到一 pay， 收唔到，แล้ว我 miss 掉，แล้ว我 suddenly 有一日我朋友問我嘅 status 安怎，แล้ว我去 online check， approve 了喎，真係冇收到 pay， 我去 ICA 問 the immigration 問咯，thank you 你舊嘅 address 嚇。就 update address 㗎。你就借季節，所以你講9月節就談特別9月節談嘅時你冇少人 pay， 所以你就估嘅除掉，發覺掉。3月節後我加發現掉。所以12月。嚇？12月。伊個 limit 是6月節呢，所以我 expire 了。你過去啊 ，OK。迄時未食未困啊，係啦。because 時間冇正小氣嘅，你只 reject 伊就派談到對啊，嗬。So 我唔是 reject， 我是冇 address 呢 ，please。所以講不要緊，你咪你緊張，你寫一個 pay， 可以解講 this is explain the problem。So 2 weeks later， 伊後我先嚟 offer。伊 renew the offer 啦 ，then OK， 哇，情咗咯。哇！我而家未食未困，我聽到我當問題啊。我未食未困，the 2 weeks 啦，then finally 後我的 offer 了，我加 submit then。Everything approved 咯。So after that 就 after 你談 PR 了，2年後你就會使拖 citizenship 了。But most people 是3年 at least 3年啦。So 我本是2年後轉2年 ，the next day 我就拖了，我就拖了。So 迄時差別很多，伊感覺到sayang嘛 ，because Malaysia 嘅路 give up 就別談到對呢嘛。So 伊直上來上去，所以我解講 ，OK，tomorrow I'm going to submit。你愛買，你甲我講，你買上嚟先。So tomorrow I'm going to submit regardless of your decision。OK。特別你 submit 是 submit， 按夾我是做隻 submit 嚟嗬。做隻 submit 咯，加好啦 ，as a family 啦，more sincere 啦。我冇講節目是冇拖嘅，冇拖了按做 PR。Because 查甫甲一個 benefit 嘛，若是有成件係咪㗎了樣？我唔知。你做咩事一般做 PR 是因為樣有可能成個要對馬來西亞做事是係咪一個做馬來西亞？是係對馬來西亞 after retire 了，夾就對馬來西亞大甲用咯。OK。所以甲一是查甫拖嘅，but then 差邊冇做工嘛，所以伊別拖咯，我拖啦。And then 我是 confirm 買做馬來西亞嘅，所以我拖咯。then 我唔講你愛買，買就係我submit了，你愛買，咩個 decision 所以講愛，都 OK，then 就俾拖咯。然後係時我等13個月。你會使拖魯談 resident 拖談魯談公平，然後伊談 PR 會使嘅。會使嘅，所以我就是問伊咯。所以你特別驚啊！when 你 submit 時你使驚，伊是 PR 或羅人做只做公平，是唔是？你拖是我是拖公平嘅時，我會使家己拖咯。伊是 PR 了嘛，所以伊會使 retain。I see，對，已經是 PR， 對。So after PR for 2年，你梗係使拖。那是你是伊講買嚟講，你就家己 apply for 你家己啦。
家己 apply 好家己了，伊就家己。แล้ว I mean 伊 maintain 你家己 PR status 啦。but that time 伊無做工嘛，so then 伊唔知講伊有即份到期咪即份工本嘛，所以伊若是愛拖就較艱苦啦，because 伊冇 income 嘛嘛。我的 income is like part time job 冇關啦。所以就是白白拖咯，13個月之後就談了，我就寫批去甲 Malaysia Embassy 講 OK， 我愛 renounce 啦。你講4個月之後 ，minimum 4個月之後，夠談來 oversubscribe。係等陣，你是特別馬來西亞，你寫批去 renounce 馬來西亞愛講明了，你嘅新加坡甲何你伊講明嘅？OK，so supposedly 是。Lu I renounce 了 ，lu 去 the immigration 佢講this is my letter from Malaysia Embassy， 了伊個 halu 嘅，but then 伊本在講 Malaysia side 冇呢咩啦，because 我12個月安尼款談嘛，12個月安尼款談我寫去 ICA 講 OK Malaysia side 講我 at least minimum 4個月之後談去 renounce， 安怎？伊講 OK， 不要緊，我 halu 先。like next week tomorrow 你來我會使下你 citizenship 了，你 Malaysia 你個辦法啫。OK， 小你 grace period 淡薄啊。so 我對 Malaysia 迄時我對新加嘛，對 Malaysia 了都愛對去 for 食交因，了過對新加。so after 對食交因了，對新加坡了，我都是去拿 the citizenship 了。So 去的 ICA 加咩呢 ？Submit document, then take the oath, then 講 OK, you're citizens from now. OK. Then 2 weeks later 伊考我 IC 了。OK. Then 新的 IC 談了 ，then 我拖 passport online 拖total amount of time spent on 拖 the passport and get passport 是 around 5分鐘。因為我翕照影 online submit about 2 minutes. Then appointment to get passport 嘛，我 travel time 去appointment time 換夠，日期坐無夠1分鐘，叫 number get passport 出來了。So the total I mean 冇算 travel time and waiting time for processing 啦。The amount of time 我 interface with the immigration 是 around 5 to 10 minutes 安尼咧。哇 So everything settled 了 ，then only 4 months later 去 Malaysian Embassy get the submit the renunciation. Then I think around 8個月之後 from 我繳外邊，我係 Singapore IC，冇係你是 Singapore 嘅 side，我繳 IC 啦嘛，8個月之後 after that 我冇7個月之後啦，我到我 citizenship ceremony 了。then 我到 everything settle 啦 ，Singapore side settle 了。But Malaysia side 咧是 after 4個月之我 submit 我嘅 renunciation。Another 12 months after that. Oh my god. Another 12 months after that, 伊個 send 我係 form confirm 講 OK now you are now surat bercerai 啦，我係 surat bercerai 個來 ，then 我需要係你 form to 寄轉去寄我係 KWSP 嘛。I see 哈。so 新加坡是點咩 ？KWSP 是 EPF 啊？我 EPF OK。So 新加坡是點咩咯 ？But then 伊再講 Malaysia side 辦，所以講 OK 啦，我 settle everything 好咯，都 settle 了。And whenever Malaysia side send 你物件來，你個 submit 咯，so OK 啦。so 安尼款啦。Then one thing for 我愛講嘅是 ，if 你是 ex-Malaysian 咧，Malaysia government 有一個 policy to discriminate 你。係咪嘅？我唔知是你 as an American 有影響到啦，but as a Singaporean 咧，成日當今以 Malaysian 你Singapore citizen 你會使 Singapore passport 你會使 auto get 啊嘛。travel 去 Malaysia。I see，你是講成個伊過 immigration 嘅時使用你落入去。會使 auto get 啊嘛。伊 machine 啊 ，except 你是 ex-Malaysian 你袂使啊。ex-Malaysian 講伊個 policy 是 ex-Malaysian 袂使報出嚟。所以我嘅 sister-in-law 甲我嘅朋友是條安尼款咯。了伊講伊有一個 long-term pass， 伊個 Malaysia website 有一個 long-term pass 嘅 option 嘅啦。That's for former Malaysian citizen
你愛拖，你會拖 all you need is a Malaysian to sponsor you and 你會 long term pass for 5年一年100塊 ringgit 呢。Oh, wow. Have you seen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that? But okay, so officially on the website 是寫安尼款。But 我嘅朋友本身 convert 咗啦，伊拖咯，伊講 you are very low likelihood to 談嘅 because you already rejected Malaysia,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you。你都係掉邊做咩？伊愛談你，個買喎，個買談你喎。唔係，伊好咯。apply 啊 ，maybe 冇好咯。不，伊唔是，伊是講你談了，你該學500 ringgit for 5年。So 你條拖啊，伊家談，特別你拖嘅時，你咪好咯咩？伊無講啦 ，but the thing is，伊一頭教位朋友講，我無可能下路嘅。哦。你 chance to get 真嘅，所以伊下掉到 website 我唔知係咪數。So all the policies 是I discriminate for Malaysian 嘅啦。So 當見我嘅朋友是 currently temporary 是伊有厝喺新加坡嘛，伊switch出去 ，the rental is good， so 伊大 JB， 伊大 JB then every 30日伊過來。So for about 1年了，伊是30日過新加坡，然後轉去新加坡轉去。So 下邊 immigration 本講 ，OK， 你已經 reject Malaysia， 到未來大到 Malaysia， 你安尼講 frequent 過別使下路。So 伊講伊會 ban you from crossing the border。So 伊有幾個 policy so make it difficult for 你啦，to 到 Malaysia for long term。哦，係啦，我是唔捌大過呢久啦，所以我唔知咯。因為我開始對佢們就幾耐禮拜呢，特別伊人我會記幾耐，導樣 make it a point， to 教我講我是到底because 我 passport 有寫我place of birth 是有寫 Malaysia 嘅。So 伊就擺啊，像 last time 我對佢時，一直頭教我講河南話咋。แล้ว OK， 你個教講咧 at least。我本冇咩曉啦，博堂西亞價咧。有時我唔是唔要講，我冇咩聽到因為我一地班，一地咧，因為邊啲嘢咧 airport 啊，要只一地咧把 plexiglass 嘛 in front of 伊邊啊，因為你聽唔到啊，嚇，你聽唔到。但所以我唔知咯，嚇。我古早我對 Malaysia 嘅事啊，伊人本是有淡薄看衰我咗，然後特別是我有解講過，我講我balik kampung saya sangat gembira， 因為我做咩事無做 Malaysia 嘅人啦，我唔曉講華南話，我華南話真差，就是華南話我出國嘅，我解講，tapi abang saya bukan。Saya tak ada choice. Itu kau yang whole. From then on, 我到對住我講 selamat balik kampung. Saya balik kampung. Itu kau yang whole. Back pun 冇查，直頭安尼壓我過。我有感覺咯。頭幾刀是我對佢嘅事啊。我感覺伊人想袂爽我，可能就。我是冇 feel 到嗰樣袂爽，特別伊 always make it a point， 直頭甲我講lu Malaysia 啊，定到幫你 Malaysia 係咩樣？特別有就 always 特別講起我定到係 Malaysia 嘅咋。嚇，แล้ว我就是你睇下面是我是對佢做登記嘅事，你查某啊叫我個人講過，你人唔係我做登記 ，because 我是唐人，แล้ว我冇 passport， แล้วอีใจ講我是一邊人嚟嘛，我登記嘛，แล้ว特別對我過嚟港沙係balik kampung嘅，你查某有甲我講，伊講呀，伊有甲我講，伊講到時咯，伊講，人教因啊，人冇辦法嚟咗，人俾對人阿幫。你我想講，maybe 伊人古早看衰我，你 custom 伊人看衰我是想講我 ，like 往本路就係，想人別人家己 roots 路就係，แล้ว我唔解講，我講balik kampung，แล้ว我仔啦，人歡喜啊。我แล้วmakanya kong saya balik kampung sangat gembira. Tapi abang saya, ilmu aku, mengapa bukan orang Malaysia lagi? Wah, abang saya bukan. Saya tak ada choice. And then from then on, wah tak tahu. Wah kaki announce wah kaki mana? Lah ilang tu kau cakap ho. So wah agak si maybe it's a misunderstanding lah. Isang ko, wah lu siang kong lang bukau ho ya. Lah kita gua kok lang Malaysia bukau ho. 我一個物件好，我咪兩看就是成個我到啲美國。你諗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呢？我唔知咗啦 ，Canada 我唔知嗬。我係叫我到啲美國嘅事，我談我係講明嘅事，美國嘅我係美國嘅 judge， 所以是講，伊講
你今日只 because on 特別 swear in 嘛，講不你 oath 係咪物件對loyal 對你新嘅國家係咪物件？特別 at the same time 佢講你 even 你做一啲個講明，伊唔是講你聽到家己 history， 你家己 heritage 個了 wipe clean 係講，你特別再講你家己嘅 roots， 你做講美國人啊，唔是講你變做唔是。檳城人去嘛，而家即是你檳城人是你聽到是落來是香港大漢嘅，所以講美國咧特別是需要你人無相嘅人咧 fabric of 咧美國嘅 society 就是聽到無相嘅國家人來就這樣，所以伊講嘅物件成日卡，成日未 feel 到你成日講 ，OK， 你當今別使講福建話。國家嘅國情無相。國咩？香港國情啊，國情心情嘅情啊。哦。伊國家嘅 atmosphere 無相。了新加坡甲 Malaysia 是對頭，成日有對頭誒嘛。伊有 competition 啊 ，competition 嚇。對。香港我嘅 citizenship ceremony 嗬。伊會叫你請你家己嘅 national dress。แล้ว你請 national dress 參啦 Australia 唔是揀迄款沙花那個請超超咩？冇可能嘅嘛。OK 啦，那是有我再請個拜呀嘛。哇，我是會死啊。如 racist Chinese。巴蒂就是啦，我就請一個巴蒂做嘅長衫嘅衫。巴蒂嘅布嘅長衫啦 ，OK。啊，對。哇，unique 咯。巴蒂嘅長衫。OK， 特別咧，你 Australia 是有想要做國人啊？定到？冇，根本冇想到。頭笑我係馬來亞 passport， 隔幾世界講講嘅咩？哎呀，我係家己人啊嘛，是唔是？Australia 本冇 allow 做 citizenship 嘅啊。allow， 美國本是有嚇。美國都愛貴嘅 citizenship 又冇關咯嘅。啊，Australia冇關嘅。就是因為我雖然無關，我較無幫嘛。特別你到嗰邊，你是因為你是有去邊讀冊，你都無去嗰邊讀冊嘛？你是捌到你翁啊甲波嘅嗰邊啊？哦，甲教員。無，我是因為我嗰啲我係小弟。伊愛讀大學嘅時，伊本來是愛去德國嘅。哦。又特別咧，伊嘅 visa 有 problem 啦，伊淡薄 PTSD 啦，伊講無親戚嘅地方我咪去。哦。了 ，the only place 是啲 Melbourne 咯。了，迄時伊去德國誒 pre-semester 嘅時啦。伊 before 伊 start 伊嘅 degree program 伊有 entrance exam 啦，แล้ว伊嘅 entrance exam 會4禮拜，แล้ว伊第3禮拜較高，แล้ว愛讀 pre-semester 嘅 final 嘅時愛考冊，伊 pass 咗了 ，but except for one paper，迄個4人德國人咪可以 receipt，伊講 it's not fair to the other students， 伊講 but my visa has problems，แล้ว伊就 double PTSD 啦，伊咪對去德國哦，แล้ว迄時我甲我嘅翁拍拖，咁呢？我係小弟陪走迄啲。你還是見到Australia？冇。你安怎捌到你翁嘅？你翁唔是澳洲人啊？我嘅翁迄時甲伊嘅朋友嚟馬來亞。哦，我實會記啊，當你講起我實會記。伊嘅朋友是我嘅 colleague 嘅 childhood friend 嚟，咁你看刷掉啲 dating app 刷掉了，伊無可能伊陪我去泰國嘅嘛，是唔是？去甲伊去拍拖。แล้ว迄時我諗落叫本講let's learn German on Duolingo， 因為我係小弟弟 Germany 讀大學是 free 嘅，但是你讀 German 嘅話。แล้ว我就 OK 咯，聽到。แล้ว我係小弟對來哦，迄時我人個阿妹講
100%committed 啦。แล้ว迄時啊，迄死人鬼啊，個輸甲別個查某個咯，一夾搭上去，你知冇？一夾搭上去。你死我，無啦，伊講我唔知。Because 我都冇 committed 個嘛，是。是啦，對啊。แล้ว我就講OK，sure。แล้ว我就講 by the way，我愛去 education fair。你講嚇，做咩做愛去 education fair？你唔是把你甲畢業啦咩？我講是啊，特別呢。我係講啲 Australia， 伊有一個 list 嘛，上加炒米粉、炒粿條講嘅，伊有一個 list 一個，我迄時我係 journalist 講 writer 嘅，講啲嘢 long term list 運動嘢就 PR 嘅。哦。แล้ว呢，特別我愛去邊讀冊，我讀 master。แล้ว伊甲我講嘅是啲好啊，我唔知我愛幾多一個查某，แล้ว我講。Fuck you！ 咁呢啲係我家己去做，我家搞掂，我家己去搞掂。แล้ว特別咧，我愛去 education fair。你甲我講，我應該來Australia讀冊。我為了你嘅前途，你運動愛來啦。OK 咯，伊是悉尼人嘛，我就去 Melbourne 啦。แล้ว咧，真啊！funny 嘅事，真係好笑嘅事。the next day 嚇，突然之間我 FaceTime， 死人鬼。แล้ว你再講你買曉嘅咧，自己變做可愛。唔在意啊。แล้ว after that， 我諗到 like short long distance 啦。本來是 KL 加 Sydney， แล้ว當然是 Melbourne 加 Sydney 咯。我記得到啲 KL 是你冇有去隨伊啫，我記定得是。冇，伊來隨我。我來隨你哈。我記以往時要看到啲 camera 嘅，我記我錄音是。伊時我啲拍拖了。แล้ว迄時我都做一個讀 master 咯，伊讀 education， 我讀 communication 咯。แล้ว畢業嘅時，我就講差咩啦？我係講 short long term list 調去 short term list 喎。แล้ว安尼款嘅意思是我有通談 working visa 呢。哦。冇談未到 PR。哦。那就差咩啦？แล้ว迄時呢？我人就講，我看到網頁有一個 free 嘅，free 1點鐘嘅 migration agent 嘅 session 嘛，我就去討啦。然後伊講，你有大部朋友有啊，你拍拖幾年啦？我講1年半2年安尼款。你若愛交因哦，做咩事你安尼款問？你講伊隨互我，但是我家己討 working visa， 然後我愛報我嘅。頭家暑假我 sponsor 我，即係愛4000塊澳洲鐳。特別呢，若是你交因，你會寫迄個4000塊，因為你會講，你唔知你到時調對去 long term list， 你唔知你會頭家是暑假你會 sponsor 你會，所以你會。你嘅 future 運動是 sponsor 你做 partner PR 嘛？แล้ว你安尼款做咧，你就是愛學11,000澳洲鐳。特別咧，若是你交因，你會寫迄個4000塊，你寫 insurance 鐳下面，แล้ว迄個物件，下面叫下面係我係紅，聽到嘅時候，嚇？你寫4000塊啊？咁樣交應交應你應嘅嗰時啊，特別咧，伊是好啦，伊是愛 sponsor 我啦，特別係 as a result of this 是唔是？我家己心內邊有一個結，你知哦？因為我嘅 PR 唔是 call 伊嘅啊，แล้ว伊寫 if there's any change in your relationship before you get the PR 是唔是？伊人會 report 你嘅。哦 ，which is fair 嘛，對嘛？你若是假交因，你就會着 report 嘛。所以我即個 relationship 內面，我真好伊面。
那是有别人别嚟查某 replay 这个 episode 哈，哎，真清楚，你家己的目的做咩事，你爱去外国。因为迄时我人个少年个，我因为家己为了家己的前途，家己惊。了，我伫想，我为了爱做工。去嫁予一个人是值得的哦。OK 啦，我好甲在，我的翁是好人啦。但是我翁无好人咧，安怎？有当时啦，成日看到伊变做成个，我一个朋友吼，伊就是成个录讲来看，伊直直用被抽 green card 和伊的 status 的管力来 control 伊的无的就。特别我翁无 control 我家己你 feel 到啦，我朋友翁就是那看咧一个派都就伊翁，所以翁直做伊 quite abusive， abusive 是 physically abusive， 特别伊只 control 伊嘅，特别讲伊特别唔知做啲嘈伊物件，讲啊，你係物件冇用啊，你冇用我買拖啊，你係咪物件好咯？所以佢嚟 control 也做power 嚟 control 佢哋，但是對到好嘅硬嘅咪見到，但是冇好嘅嚟講，因為只壓力嚟 control 佢。即係上面類 neighbor， 即係你講嘅。yes， 我覺得講過嗬。嗰個仔佢嘅佢就好嘅硬嘅當然，哎呦。所以我甲夾着我嘅 PR 嘅時候，但係 neighbor 唔是未得掉睇嘅，你唔是你掉睇嘅。我啲小條嘅是嗰隻腳，嗰隻腳啊冇掉睇嚇 ，OK，alright。冇我小條是掉睇，我都小條掉睇，不過即係唔是掉睇嘅，掉睇嘅。即係依時位 neighbor 特別依時位 more than neighbor， 依時往 possible 做隻往隻 close friend 嚟，所以隻 close friend 後我就特別拍得我喺度整搭車嘛，特別個搭車，有我本時特別個搭車，我常常拍得話拍佢，因為你有 boyfriend 做 boyfriend 嘅時候，伊點有教應可以嚇，有教應，所以伊教應可以有時伊點成日同我講我嚇，伊嘅硬就對嚟呢。伊就別 OK， 不要退嚟看，我就奇怪，我唔捌看過伊真正爽快嘅人，伊隻真正哈，然後無插啊咩物件，紅險做咩事？教我講話，咁唔是講別人教我別人四年往小歐做隻讀冊嘛？你紅險別講我，別講啊！我就再講冇對皮啊！我捌對過啊，我捌對個攞刀啊，到啲California 對會知道到啲伊來證嘅時，我冇對對，我啲我前邊打折扣就是。when 我對到伊時啊，伊翁只大學總係講成砰叫呢，講到下面講做咩做生意啊，咩大咩，一直講伊無歹話，因為無係歹話，我講這是我是伊朋友啊，你教我到伊面頭前伊講伊無好啊咩物件，你看喲，我聽我唔是甲伊啊，我個仔貴嘅貴伊當今嘅翁真好啊，當然，然後佢有驚好個仔，哎喲，即係安尼人咧，曉到頭前人家講嘅咧。話咧是多後尾伊是做咩啊？係咯，就是了安怎？伊衰緊怎啊？伊衰緊怎啊？伊啊，教引導甲伊個啊，甲我朋友啊，伊一個 girlfriend 到啲馬來西亞，背對嚟馬來西亞找伊個 friend 個啊，計波講啊，我邊找我個 friend 啊，如咧個你看，安尼歹看一個，你就成日我特別去找，來就他們去找伊個 friend 到啲馬來西亞，是講伊嘅錯咋，歹啊！是 Malaysian 嚟啊 ，Malaysian 嚟，然後但係伊唔是 BR， 伊是講是你好潮嘅後生仔，伊是 BR 唔是港兵，冇包講啦，有幾嗱嚟人啦，伊並嚟做工嘅啦，每伊先 OK。早當見 mixed marriage 是真平常啊嘛，早是 mixed marriage 真正少嘅咗，所以10你9你個了是迄個上個就講啊，你打波吹無波了 magazine 咧，冇你叫 catalog wife，所以90年代啦，我包講，幾嗱你打波一做工嘅梅花伊啊，介紹梅花伊是伊人感覺阿莫包吹波，阿莫包真好料，吹條話。你每個阿莫包是去大陸捌嘅話，咪伊人想講伊係迄個 magazine，嗰時伊係迄個 agency 啊，較好料。mix match 咧。screen 嚇，伊講會使介紹互伊哦，阿莫包講，
我而家看路咪做健行，咪個教減呀，個會攤累，會做健行，個教講話，個會曉 socialize，係咪佢？誒啦嘛，感覺 it's a good agency 哦。那每個阿伯伯講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巴魯個仔講，伊人想講是阿伯包是 mail order bride。阿伯伯講，無，我是啲大歐八條伊嘅，伊教因我咧做歹命，佢都唔知啊，做歹命啦，當今就要做工。แล้วเกี่ยวกับอีหลังอาหมอก็เบกว่า they kept fishing you know ลูกปัดอีจอกกูบัดอีจอกกูแล้วลุย process เองอันนั้นอาหมอเป้าโบเสียวเดียวจ้ะบัดโตบอยสิบัดลูกกระจายก็อีหลังเสียวก็ว่าสิอีเมล order bride อาหมออาหมอเป้าสิอาหมอติดอาหมอติดแล้วว่าก็มวยต่อจากเขียนกี้เขาว่าขวา有一件是有影，伊是有影愛找，伊是伊袂曉 socialize， 伊只坎坷的啦。你看你伊袂講話地方啊，惡過咧，有只伊安怎？伊當今到 Korea。Because 伊到 Korea， 伊講伊真 suka Asian 的查某 ，because Asian 的查某無，伊講較優秀，and 較 respectful 哈。แล้ว伊講伊 because 伊是真咧 timid 的人，伊是真 timid 的，所以阿毛包一早甲伊講笑嘛。你嘛是去 Asia 咯？有影一頭咗，伊 apply 去做甲阿毛車，當伊做 Korean 甲阿毛車，แล้ว伊甲阿毛車，伊 suka， 伊講伊 suka，because 阿毛包伊對來是阿毛包拄着伊，大咧毛拄着伊，แล้ว什麼問伊講 What are you doing？ แล้ว伊講伊做 Korea， 伊講伊做阿毛包拄着伊是伊做 Korea 做工唔知4、5年，because 伊 every 2 years 伊 renew 伊 contract， แล้ว我問阿毛包講，伊有捌着 Korean 嘅查某，未捌着 Korean 查，阿毛包講伊唔敢問，伊無問，我講安尼第要緊嘅是你問我，伊有捌。Because that's the issue. 伊袂教因，伊是真好嘅人嚟。阿毛包捌伊到 India 都捌着伊嘅咗。伊會嗲甲阿毛包會嗲白白大 atomic energy 做 engineer 嘅，所以伊人到 India 都捌了是分開啊嚟這邊嘅時，個再捌到對嚇，個再搣到對了嚇，伊大個 Korean 到所呀，大 soul， 特別唔知有帶到 Asian 嘅冇啦嚇，這是90年代嘅故事嚟。OK。我特廠調 ，I'm your mail order bride。但唔是啊，我特別我感覺條本啊，我成日咁樣出奇是男人成日是我 Sugar Daddy 嚟個 ，please Sugar Factory 咧。有就好啊，會在條 order 一個紅還是一個寶，哇，有安尼條件，咁樣會曉煮車，會曉趁錢，會曉一個個引導嘅，哇，是最嘛，愛唄，大家人嘛愛唄。Hi baby， 對喎 ，Yes baby， 喂，做咩事？做咩事？你俾媽媽嘛？爹哋冇地，伊個爸冇地，就難看。起來啊，餓落啊！哎呦，臭皮家！你不，哎呦，我跟你講啊，頂一禮拜好像 emergency 就 try 去 ER 啊，伊是好像啥串被愛困就到困幾24 hours 冇出來，到啲伊個處於你知道，然後還落咯，然後 try 去 ER 咯，看了，然後 next day 是去伊個 vet，伊是 ER 講伊個 condition 是 OK stable 啦，特別。我叫我媽仔嘅即是出去自己嘅 doctor 咯，所以拜一是出去 doctor observe 拜一季節拜二往家去出到呢，講伊 potassium low，所以當然就食 potassium 咯，食緊蕉。你話見咗食，伊會食？冇啦，食藥嘅薰嘅 potassium。哦，有誒，pet animal 誒，哎呀。我冇吃到伊個迄個啦，伊個 potassium 是愛咩 ？Do are you hungry？ 你個真係叫我好啦嘛？有誒貓甲狗屬個食緊少嘅咋？哦呀，有影。伊別使互人食誒 prescription diet 你只看，哎呦，千幾塊啊，看落棍，哎呦伊。你冇 insurance 咩？我好在我有 insurance， 我有 bad insurance。哦，是啊，冇到解。哎呀，แล้วก็ถ้า冇ไปเที่ยวจองก็英國到啲英國所以อาหาร成日看做你喺當今個喎，當今有啥有淡薄陰影哦。有啊，有嗬。特別辦我人
愛做 therapy 啦 ，couples therapy，安尼款走出來啦。因為即款 emotion 是真啊濟，然後我嘅問題是，我講紅落話嘅時啊，我係 thought process 是講唐人話嘅。哦，我唔知我人馬來亞人是，我講 Manglish 嘅時候。No matter how fluent you are in English 啊，我哋 thought process 是 Chinese 嘅。哦。然後真啊濟事是因為我安尼款講話嘅代志。哦。然後有一日伊甲我人嘅 therapist 鬥伊講，伊逐擺冤枉我，我都無做呢款。我講下咩？伊講，你逐擺講你日安尼款做，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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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哈，我就是愛，哈，我愛去。除 screenshot 啊，我愛去錄我家己啊，我無可能在厝去導 CCTV 來聽我講話話嘛，是不是 ？I cannot live like this。我講哈，我想了真久啊，我較知我心內我安尼款講話是因為我心內邊種，你整天就是這樣的死樣的啦。所以是 mentality， 是你 mentality， 唔是 language 呢。mentality 嘅事啊，100%。咱講嘅意思，往時咱唔是面講，一隻隻是，and literally everyday 嘅意思，是唔是？你是講？對。意思講你是，哎喲，你按照個只安呢意思 ，instead of 你特日本成呢？啊，對。了，你我人講你就是這個死樣嘅講，伊嘅意思是講，你就是安尼款嘅死刑，唔是我感覺你是即款嘅死刑。哦。對伊來講，即款紅毛滴嘅紅毛曬啊，是真係重要嘅 difference 嚟。哦。但我 take for granted 啦，因為一技巧了嘛，是唔是？你個冇咪 filter 啊，冇想。哦，就特別即係要緊喎，你成日講做國南本時講到即紅毛嘅關係啊，係你就要緊嘅，尤其是人 mix culture 嘅啊。對。所以佢個要緊。話我嘅 IELTS 8啊、9啊、10啊 whatever， 特別你嘅頭腦是冇相嘅。意思即是BJ 頭毛嘅頭腦。差佢掉佢。我有一個朋友，伊有一個 hack 嘅，我唔知你會袂。I mean，你是not applicable to 你啦，是。伊講佢講伊談 PR is because 伊有一個 girlfriend，伊是樣是same sex partnership，所以有一個 girlfriend。Based on that，伊談 PR。แล้ว伊談 PR 了，伊會 keep 伊個 dual citizenship because 在 Australia 伊個 passport 是 Amy 了，在 Malaysia 伊個 passport 是了 something 來的啦，所以 can keep， 所以用伊個 Malaysia passport 背啲來咯，伊個兩年甲兩年啦。對，the last time 我對去嗬，我攞嚟 passport 我本嘢嘅，因為那是。下擺我人邊咧好嘅就是朋友啦嚇，朋友講嘅嚇，我有一個朋友。你係上善人啊嚇！你 in the future 我馬來西亞有蝦米聽眾，愛安尼款教我做先我係朋友愛肯做是唔是？然後你嘅 passport 是一個 zip 一個出就會了。用你是講上一個 zip 特別上一個出呀？你意思是講 passport 啊？one in 加 one out。一個 one in one out 是上一個還是冇上？冇上嘅，上一個啦。即係上個是我太 confused。我但係我冇做事咧，我直接就未燙咗做，所以我冇嘅，我就是咁樣俾個 passport。你嘅新嘅國家嗬，你啲嗰邊嘅國家，你愛對去馬來亞嘅時，你用你嘅新嘅國家嘅 passport 出。你到馬來亞嘅時，你用你馬來西亞嘅 zip， 哦，你對起你愛對起國家嘅時，你用你馬來亞嘅 passport 出，哦，你用你嘅新嘅國家嘅 passport 哦，明白啊，我你係咪國家都得用係咪 passport 啊啦，下來跳落，
你會記我問你這問題，你唔話啊，少少，還是會有限？我問你講，哦，我未曉是不是？我是不是講我未曉？對，你講我未曉，我得閒咧，我得閒咧。我個就係，你有個就你冇聽我講，誒我唔知安怎咧嗬，你我每次 feel 到成日講，我話啥我買咯，我都已經是到一邊嘅，我是會我唔是成日我都冇馬來西亞 passport 啊嘛，所以我冇就講有機會，然後我有來講我真驚，我可能就做唔到啊 ，nervous 就這麼說，我驚，因為講嗬，我對出來啊，馬來西亞我有病保過啊。แล้ว那是我有還沒出題問題，我本身對病保時我是直接運動嘅咯，係啊，就直行啦。所以我咪講，我今日咪講成日做沙拉物件，就是因為我嚇，所以我接觸嘅了用美國 passport 啊。有一個人甲我講啦，即個人甲我講嘅我相信 ，because 伊是做 security 嘅嘛。伊甲我講，伊講。咁了人本在講，真濟人有攞嚟 passport 接觸上個韓國呢。伊講當今是世界無少見，所以做完款物件條件。伊講是驚講世界少見嘅時啊，政府有一種物件，伊會知講最攞嚟 passport，最無講，到時掉了還是艱苦咧。哦，人哋是保庇唔通少見，阿韓。嚇，所以當今咁了是平安無少見嘛，所以。若是講伊有影愛伊人會system 比較有一個出一個出嚟嘛，對。and then 真濟國家伊人像個 EU 啊，當今伊人國家接出，咁了是一個 boundary 啊嘛。所以伊講真濟物件，按款物件咁了查會到嘅是無當今無事無人查。伊講用款物件是比較緊啊，當今是驚講有物件出。problem 發嘅事啊嚇，แล้ว伊人會掠着，你再講你有了你無講，所以驚講有後過會出事未出事是安款呀。because 這邊變真濟人本是安款做。有真濟人用，可能錄好咯。特別 actually 咧，有真濟國家咧是無關嘅，你有度哦。菲律賓啊，像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South Korea 啦。新加坡未使讀 citizenship 啊，馬來西亞。未使，新加坡，真係未使。新加坡未使。Constitution 未使，Constitution 那邊有講，就是驚咯。OK， 特別咪是做 PR 呢咯。特別美國無關，我開你 passport 過你咪使無關。少，特別頂唔是馬來西亞，唔是有人紅嘅咁，成政府就講起講會 allow dual citizenship 啊，是哦，我嚇，啊是我唔知道講咩啦，你講咩啦？馬來西亞都會講，佢成日 retain talent，retain talent，所以 open dual citizenship，因為 talent 佢了導出去啊。我是 bred to study overseas 啊，tapi 我唔是 bred to go out and not come back，所以我明白伊個 brain drain 是真係夠難。哦，แล้วก็即個第個啊嚇，你博大行，等我睇博大行，你當今到啲英國，你是定嗰個到啲台灣，你是安怎，你是台灣人，你是係咩人，做國人，係咩人嚟講啊？我是到台灣讀了做工，因為我對去馬來西亞幾年過，但我 continue 我嘅 master 當今度。哦，你個讀過啦？我當今讀了我嘅 master degree。哦，係是，嗰種學生個。然後你有上加有啥拍算講，想為你當然捌住過台灣，捌住過英國，你有拍算想有心想講，會看好比到外國大喎。I think 我講到我嘅第尾一站應該是總是我想背對去馬來西亞嘅。第尾一站是你 retire 嘅時，還是第尾一站就是讀冊嘅時啊？係咪？我和我自己差不多，唔知嗰個35、36、40，我唔知。Actually，嗰個當今我想到對，若是想到對7年8年我離開馬來西亞嘅時，我本冇想到到我經濟會到這邊本嘅。哦 I mean 我冇 exactly plan， it's just that 我就是有安尼樣我resources 夠啊，我感覺到
會使去 explore，因為我有我這個 master degree 嘅 offer letter 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不是有掠到新加坡嘅這個工本，咁做新加坡。就是你愛得去讀冊，合併還是去新加坡做工啦，路徑嚟去讀冊。對，所以 eventually 我講到若是講去新加坡做工嚟講，就是一個goal就是去賺錢爾啦。OK。你我講到你係咪 call？你係咪 call 讀咩？我讀 music 嘅。之前當點我是讀 cultural policy，art and management 加 cultural policy。哦哇！你較早是讀 music，到台灣是讀 music 啊？我讀 classical music。哦哇！你是係咪 instrument？我vocal 啊？哦，我嗰個 piano 啊 ，voice 嘅 piano。我係 major。哇！你叫隻歌星啊！做咩事都愛讀 cultural policy？嗱，你使去加龍橋依韓國國歌啊，韓國那個啦酷。我按照讀 cultural policy 啊，因為 I think inside me 啊，我係所個是有淡薄 Malaysian 嘅，所以我感覺到，若是講我讀 actually 我讀 classical music 嚟講，我 actually 真 irrelevant 加 Malaysian 嘅。哦，對，對。所以若是 even 我對佢本好是真 niche market 嘅，但我特特是看到嘅人都是你知來去係幾間啊，都是做 Malaysia。我感覺到as 我一個 Malaysian 嚟講，我愛 contribute to 這個 society 啊，我讀安款物件，人不唔知係物件，白配人嘅物件嘅這個，咱讀係做咩？所以點解我感覺到若是講我愛 contribute society 嚟講from 我本 at the same time 我暑假嘅物件，講我就是愛讀management 加 policy 嘅物件，因為cultural policy 到 Malaysia 真正伊人 actually 唔是無 develop， 是無人家 develop。因為真 sensitive 嘅事，特別伊人第尾一個 cultural policy 就是2021年，伊人叫 Darken 啊 ，which is 伊人 try to 因為當今 I think after 60年後I think 20歲嘅人㗎了，伊人慢慢有一個 Malaysian 嘅 identity 啊，所以慢慢了可能會有較好嘅 direction 啦，譬如我希望講有自己我 explore 了，我講到我希望個有機會對起咯。你當今個有continue 你嘅成個 performance 你 opera 嘅 live 個有 ？Not really， 我當今個只是真正我有唱啦，特別我唱唔是來賺錢啦，特別我是想有淡快樂啊，特別 mainly 我當今做嘅物件都是即 academic 嘅物件啦，講啲I 甲這是讀嘅物件甲 discussion。你有 miss 唱歌 perform 啊？有時有啊，我都是會家己剛剛我 housemate 有安尼奇奇卡卡嘅 keyboard 啦，我有時拍，佢會拍，安尼唱。奇奇卡卡，因為有真亂嘅真 keyboard 啦，真亂嘅一個 keyboard， 我一個會拍。digital 嘅時候，意思digital。哦，奇奇卡卡。哦，我安為你到台灣嘅時候，捌拿馬威啊？你會？哈，對。我冇辦法，特別我有朋友是家己做工嘅。哦。家己做工本真艱苦啊！聽，因為你每一時安尼講，因為你每一時，伊就是唔係成日唔係了時間，我一咩物件本愛做就對啊。所以我家己做工嘅人啊，哇，就是安尼款，特別是家己補迄款咯。哦。你 OK， 所以你出面嗬，你特別，所以你暫時是，本是感覺到你到這邊到讀了對佢物件。你本是感覺到你係推去馬來西亞會 contribute。我講到我當今學物件 ，actually I mean 我講到 Malaysia， 真需要一個安尼款嘅 I mean 安尼款嘅feel 嘅人啦。哦。當今 actually 上尤其是上個你去即係咪檳城嘅時候係嚟 Hinba stop 啊。安尼款嘅 hub 啊。so 當今嘅 arts 係 arts management 已經唔是講I mean opera 咪係 classical music，it's about community engagement。
So 加成個 event planning use 安尼款嘅 technique 去做都是個 soft 嘅本咧，係 politics soft 嘅，特別就是as 個 arts manager 嚟講，就是你愛安怎去用安尼款 element， 還是學緊話安怎變一個 event 安尼款物件。伊隻佢又會變嚟學緊嘅 art revitalization。something like that 啦，which so 我 really good，特別我唔知個啦，我當今我 actually 我想，因為我畢業了過後，這邊有蝦米 graduate visas 嘛，which 我個2年會使到這邊做工嘅。so 是講我 stay full 嚟講啦，個3年，then 我 next stop actually 我是想去日本嘅。你是放咗乜讀冊讀不了啊？你是我去日本嚟講都唔是讀冊啦，去看就是唔知啦，找工還是蝦米。係你 Japanese 嘅program 啊，你特別是你特別用你係你搭一筆 of 你 skill set 去做是日本嘅。特別我講唔知個，因為香港馬來西亞日本有 JET program， 都是exchange language exchange。所以那時候我去日本嚟講，可能我都是用日本話。日本話，then 去入邊做成個 translator 啊，你講咯。成啦，可能個喺你笑，我當見小物件啦，特別可能我時間過咗，我嗰隻病。我成日都白白做 student 嚟，都是 forever 讀冊。冇啦，特別唔知啦，可能因為嗰邊，若是講嗰陣時真正是真小過去嚟講，嗰個隨未到辦法過去，咪去嗰邊有咩 language course 啊，等伊嗰邊才做 part time 嘛。所以你想去。So 你想去日本啊？你是 I think 你是 still explore 個感覺咯。I think 我當見過，我講個淡薄辣個嘛，所以咪講 explore 個咯。哇！其實40歲而家settle down，你爸母佢就係累嚇，佢後你讀冊。我爸母冇累啊，我扮小可，我爸母學我累。我就是愛看強調，就是先愛看會使去 next step develop， 我就去 next step develop 咯。哇！你直學，你我感覺到你是想佢要 explore 學者。我定當時讀冊是係咪讀開了去啊？比較有工做呢。比我本是想看啦，我本唔知，我本未曉。特別那是定住你去新加坡，你講什麼講嚟 offer 你？music teacher 呢個是真正特別 as the Malaysian 嚟講，阿你先攞講到哇，真 I mean 有 like 3,000 Singapore dollar basics 啊。話去 Malaysia ringgit 佢就嚟當叫冇10,000啊。I mean for 我講哇，真濟啦 at that time， 特別我就是感覺到，因為佢哋。我去嚟講 ，I mean 實在我人Malaysia 人去新加坡都是去貪錢。就是 I mean is there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就是啦，你頭腦就是呢，你可唔可以 explore， 可唔可以突破？那你可以 explore， 可唔可以 learn， 可以 develop 呢？哇，我頭 OK， 別夾乜貪錢，耍。但是人愛 times 3咗，應該嚟 Australia 做工，但是你為了貪錢啦，因為 Australia 嘅 work culture 比新加坡。咁你做個死嚇？冇安尼貼。因為我阿哥大學。then 伊有甲我講，安怎你去英國大家嘅人啊，個巴肚以後無物件食，係咪？因為你睇你在之前 COVID 嘅時，當根本是真亂本啦。then 伊講就是講，英國你安怎你來 Australia，which of course I put on my list 啦。若是講我想，I mean 會使 try 啦，因為有 qualification，若是講有 experience，講會使 try，so I put on my list 咯。你感覺到對馬來西亞是用你兩項當今讀 skill 你 degree 加參你 masters 嘅 knowledge 參起來做時，你要做咩？你 dream？ 我 dream， actually 我這是有真努力過，我甲我朋友講我 discussion 是。你朋友是蝦米位人？日本人啊 ，Polish 啊，有會無會嘅了。我哋是講當今你讀冊條嘅朋友，唔是讀冊條嘅朋友，加馬來西亞嘅朋友本，我幫有解人 discuss 我講，那是我講 why not 啦？
因為我感覺到成個馬來西亞有真濟物件應該愛 promote 嘅，係個 reading culture、financial literacy 嗰個物件。我講我能做一個成個 community hub 咁樣款啊。then 我能 invite speaker 來做咁樣款成個 round table 嘅 education，which 唔是干那，唔是 unilateral， 係 bilateral。So 即係 round table 會 discuss conversation。Then 本時 invite 無相嘅 culture， 我唔過講白嘅人啊，啲人過來嘅時啊，我能會使有一個 platform 上嘅一個 bridge 嘅款去 connect 無相嘅人。成個人家了，咪是我講到本時。因為人家咧本身有自己 experience 嘛，so like everyone is so valuable like the experience，but 冇人去講，冇人去，係咪 ？then 都冇變冇去，我個人都這樣發生。so 我有想過啊，甲朋友講 ，why not？I mean 這個本是 quite meaningful 嘅物件嘛。你直頭冇 totally 冇 related 甲你嘅 performing arts 啊喎。Actually，變家上家是，我變家上家是。成家是我當今 master 讀啲物件，嗰隻 community engagement、arts management、cultural management 嗰個物件。特別你冇成我覺得冇衝突喎。嚇？冇衝突咧，我講就 OK 啦。因為成個有真濟合嗰款物件，成個去 master 嗰款 ，actually 本身有真濟 performing 嘅 events 啊 ，which 我就 I mean 我 but musicians，you know。I mean， 我有 musicians 嘅 connections， which 我感覺到，本時有個 link 到對佢咯。但係你冇 miss 咩 ？as a performer， 你冇成講你係 miss the moment on stage or？ I think 是安尼款嘅。I think I was like 加真係 intense 我到台灣嘅時候，我 like nearly full time 都是一唱到唱甲，真係唱到掉啊。但係 of course 我當今係 miss 啦。特別我 miss 嘅時，我都是自己吹機會都，把你成個即 outlet 啦，把你去吹，either volunteer 還是去 join community 嘅 choir 啊，上面啦。OK。我就安尼看，我覺得會 satisfied 到我嘅本咯，因為但是講愛做 full time classical singer 本是真 ，that kind of life 本是真奇怪 life 嚟，就是。你就是去德國，還是去 Europe， 你 carry on， 你 go to opera house。但是講你 OK 嚟，唔 OK 嚟講，你唱數你冇 OK 你買嚟講你去唱 choir，then 政府學你累咁款，特別你貴死人就是安尼款啊。like 我當年咪成日講我個係咪 I mean what's more than that？ 我當時係咁樣想。OK。所以你嘅 degree 上家是你嘅 performing arts 係 MBA 啊，你看。上家是安尼款。actually 這個是真新嘅 course 嚟啦。I mean 這個 course 可能是20年之前，20年。It means that I mean it's a bit like non-profit organisation 啊，but it's more on artistic value. How do you use 安尼款嘅but 但係真係重要，我覺得。唔係，我覺得 Southeast Asia 重要，因為 Southeast Asia、Vietnam、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啊，伊人 actually 獨業用即伊人叫 creative economy 啦，別人本身講用這個字啦，這是 creative economy。不知你起來咁樣講係咪講呢？跟佢講 about creative economy。伊上個是，我就冇咪在度講明明嘅。那來阿咗只誒，攞阿別人唔是個 mural 呢個畫啊，因為是別人係咁樣 commission。迄個 artist 來畫嘅嘛，所以阮當有一個 consultant 甲檳城嘅政府講，都愛畫即個物件，所以 attract tourism 哦。แล้วก็จุกสังกัด logo 嘅 pride and icon 去，然後就變成 identity 係塊物件。So the 特別如果成個，伊就是安尼款嘅 consultant 啦。對。你成個我講到成個檳城，我唔知咱有去過成個檳城有真濟，當今有真濟迄個 market 安尼款物件。特別你去 market 嘅時，你我講咗啦 ，like from my perspective， 你發現到伊 product 有時啊，有淡薄 repeat 嘅，就是蝦米，就是即個因為即個 arts education 無夠 strong，which fundamentally 即
一班人伊無夠 creative 甲 innovative 嘅，變甲伊出去時伊就是 copy 人 copy 佬安尼像對，變甲安尼款嘅情形去到馬來西亞，我感覺我看到嘅我去嘅規個 market 有安尼款嘅情形去。So as me as 一個 art manager 啊，都是你愛安怎可能你 import 外國嘅artist 入來做 workshop， 所以變甲伊有無相嘅 stimulation， 伊刺激安怎去刺激伊人去 create 甲 try 新嘅 products。我自己是甲阿龍 interview 啊，做這裡。想家是做咩數 Southeast Asia？誒，你冇叫這裡。我大行 elephant pants 就係你款。唔係，我大行應該去 clubhouse 哦，夠有機會咁樣寫掉。clubhouse 係咩？哦。我叫Penang clubhouse 是成個Penang學嘅錄音特別特別。啱翻你。成個當機嘅可能一定Penang學嘅人就在講話，特別。我 clubhouse 不ทัน寫出了是冇？冇ทัน寫字。哦，本身寫字啊，嗬。有時講咩寫字？用錄音咯，跟住用錄音去 message 人個人講話是，你是講。對。是啊。So 你 clubhouse 你去邊啲學見到 com 嘅網頁，然後你去訂 clubhouse 嘅 link，你傳嚟再做呀。OK。然後一人啊 ，OK， 當今嗱你看你一邊嘅 clubhouse 嘅 member 或者一人就或者我 screen 你都看到，即 clubhouse 入一粒嘅。嚇，即係嗰啲 clubhouse member 特麼炒米粉啊、炒粿條啊、煲鹹啲啊、未曬講啊、白青啊、豆角啊、什辣沙啊、龍啊，嗰啲是大份咯。嗱，整個一啲個有個都知哦，一啲你未看過啊，你條酒鏡啊，即係你clubhouse 嘅即係 Google Meeting 係咪冇先 ？Google Meeting 有時看到人哦，但 clubhouse 係講 audio 呢。所以我攞屏幕做嘅，我攞屏幕有依是一個 app 啦，依是一個 app แล้ว有時你會小你 join 佢 clubhouse，啊你變咗學嘅嘅 house 嗬，แล้ว佢就是往即幾點嘅人，我變咗學嘅人嘅แล้ว嗬，即是你特只每使發覺你就開房啊，還是去人開房時你去 join 啊，去聽人講話，樣拜幾下即係南西樣特擺阿龍特擺開嘅房是拜一。阿玲是拜一，阿玲是拜一，阿玲拜一嘅，日本嘅拜一嚇，你細個講日本嘅物件。南西是拜二甲拜四，嚇，然後阿龍是拜五。拜四有可能是南西有時會幫成班房。成班房冇就哦不是。所以你去隨看咧，就係物件，所以就是成個我感覺到邊咧 clubhouse 是成個邊咧學嘅錄音嘅事，特別 only 特節。我係做其實係做乜嘢咧？有拜六時，咁樣점波，係咪人會來就來？講特別冇 topic 嘅啦。你確咯，確。แล้ว嗱是講，即係聽冇到，就是風吹起啊。แล้ว個我講嘅阿什勒沙係阿什勒沙是冇 handphone 嘅人嘅，就一直都來唔係 handphone 嘅。แล้ว伊什麼 emergency 時間用 handphone 嘅，伊有一 clubhouse 伊去買電話就買 iPhone 咗，所以包就 strong。And then 你開房間了嘅時 ，right？ 你 just 熱 wave 人了有人係人有應嘅，就是來卡殼了。我對佢看係去特別 register 咪就應嘅啦。你可能過嘢時我注意看 ，because 我條 proof 係點好。OK，我等你。wait， so 你誒咩講下面？乜講下面啦？我嘛是影響叫嘅，我嘛是點擺？你唔是插講嗬？我嘛是根本嘛佢會隻 iPhone 嚟尋。頂到你唔是，頂到冇 iPhone、Android 冇嘅時候。而家冇 Android 誒。對，頂到。我咪見啦，我大項本是用 iPhone 嘅嘛。所以你除咗你把這事，你看你使即係人咳啫啊！你當叫我是咩結果？你是係咪行出嚟嚟咧？行險你是收到 email 嘅時候。因為我到底因為當晚我到底看 YouTube 嘅時嚟，我訂入去頭一個就是Penang Hokkien podcast 到底 live 啊。所以你冇掉啲嘅，你唔使講話落 email。我知我是頂個禮拜嚇，我看到 email then 嚇，我特別我未記起，我就做物件，我未記起講今日是有 podcast，
last week 我想講我愛 join 了誒，因為我兩三年過冇講福建話嘛，所以我講佢哋我 maintain 我福建話啫，所以我看到我講啊 come here join 就本地我係，I mean 我本地係做我 assignment 嘅 event。好個就我錄音差唔多會了啊！你話人家舊講誒，所學當佢嗰時嘅戰爭舊講我嘅 battery 嘅啦，差唔多6點鐘喎，啲地址8蚊6點鐘啊喲！誒，阿 John，下次拜啦，我能早起唔使7點講嘅阿妹9點。嗱，你就曬在啊！嚇，你就曬在啊！แล้วจากที่แล้วรู้ใจละเลยจากที่ start ในสิ唔知是啦ที่เป็น啦มาเลเซีย啦เลยกุยเซกอี大唔講啲 shift 啊！啲 shift แล้วเลยคุณใช้เบสเซทริคีอ่ะ嚟講話แล้ว阿แมวคุณแล้วตัวแล้วตัวคิดคุณแล้วhann start ที่ก็แล้วจะ講一กุยแมว少，我感覺就係安尼看嗬。就好啊，可能 connection 啊，你未在那 isolated 啊，有陣時。แล้วลูกเก็กซีเมซีอ่ะลูกเอียดหลัง嚟嘛กับลูกกองว่าลูกหัวที่สิลูกเอียดหลัง嚟啦。我咪佢哋打啊，飛機都要點咪 food 嘅事啊，要點咪 food 嘅事，order 嘅事啊，咪是去 clubhouse 唔一樣。我老實講啊，我咪講，sorry，大家你講先。老實講一句我迄陣時我有。relationship 嘅 problem 本身啦嚇，我剛好是你幫我下子。伊做你甲人講，還是做你未直接消掉那款的物件，吼，那個朋友支持你那款。就是哦，我是感覺 clubhouse 上好 because 成個人講貴了就是貴了誒。講貴啊，就是貴啦，我冇人 judge 你，冇人。Yeah, there is no judgment. แล้วน่าสิลัง幫手，人就幫手，人會幫助，人就幫助，人會看路，人就會看路，人會甲你講，就教你講，未甲你講，就甲兼講，特別無人會笑咩，我人是無笑咩。三六三你記定這事，你講我要食咩物件？哦，講滷肉飯，你講買間滷肉飯啊啦，都食過什麼啊？你講你看過，你咪是我講我經你 salmon 啊，你 yuzu sauce salmon 啊，400好食啊，好個滯啊，我講我直掉。講了，整是。阿 John， 我就是滷肉飯，你回事啊！我就是啲，都在我 email 裏面，就是我直接聽阿 John 個冇報告，你物件好食冇食，係咩？哎呦，我夾小英好你看，當今 clubhouse 實嘅係小英嘅，所以當今我可能琴日時我去開，嚇是呢，美國嘅嘢呢，成個事是咩？是咩？伊 first batch 是跟阿美國嘅呢。我所有一款就小英。伊是嗰啲 chat，你就 normal 嘅 chat，人成日開住 chat，但係我講 house chat 啊 ，house chat 啊 ，house chat instead of post audio，is like post picture 啊。特別你特別好，你哋要做本啊，你去 try 看，你特別 instead of 但係姑姑講話 start 住先，即係好，你第一隻 air，伊就出一條小影加 live，你就 go live，還是 at chat，還是小影嘅嘛，所以就經小影。我唔知諗看到成個時間啊 ，only US 呢成個事。我是感覺即係阿 John 即係邊個學嘅 is a very good support system for Malaysian diaspora。對咯，咱個國邊人。就 Malaysia 嚟啊，咱大國。Because 我家己事嘛，我家己事咧，我就了解嘛。Yeah, so 咱啊 ，we are neither east nor west 嗰種。咱咁話成，咱講係 common elements，แล้วก็แบบ邊人嚟，所以我是感覺啊。即係是真正好嘅 support group， 有嘢是坎坷出好嘅 support group， 我這是我真心講，真正好嘅。你冇落去俾電話？對，那是冇啊，我乜你清彩，你叫即係什麼啦？去take 新嘅 adventure technology adventure， 一是冇清彩咁樣做嘅，我是明白。我是冇嘅嚇。人學我電話我都冇，人愛學我電話我都冇。你冇興趣本，你就是講你冇用到伊係個 technology 嚟做你有興趣嘅物件，然後 finally 你除掉一個，所以你仍然愛哦。對，冇辦法。我同你講，伊係 use 7 use 我夾就小英學兩塊隻看，哇，真正好食咯！然後好食是7 use 是真好食，use sauce 7是真好食，特別第好食咩？伊杯丸你知道？伊成 rice ball 啊，你看你攞粒咩啊？太好食！onigiri 啊呢 ？Yes，對，伊就是 onigiri 攞粒嚇，你攞粒就粒呢，特別
伊南面上較有白淡薄嘅喎，有你gri，แล้ว有參淡薄隻隻物件，哎喲，死別好食啊！你我對那時候嗱，迄咖喱煲嗬，咖喱煲介紹我會叫我講下面係哪間下面啊？係咧嚇，哇 limited edition 嚇！我就有見我 set alarm 到啲馬來西亞，意思唔知3禮拜整 before 我背時計使訂嘛，所以我訂，哎喲咧，伊南面個有迄隻飯嘅，成個我食咧salmon with yuzu 嘅飯，哇死別好食啊！我等個不多個腰呢，我個未食 lunch 個。OK， 講個名嚟啊，今次各位聽就少聽，咱陣時講諗咪就會去講嘅咧 ，after 落雨咩事 ，maybe 有佢垃圾佢佢擺，當啲 clubhouse 會。哎呦，死老暖！แล้ว maybe 個特啲 clubhouse 時我叫誒，啲我 dinner 唔揾得死，等3點啊。clubhouse 咧，你個真好誒，你係咪物件未曉啊？每人就有人會曉，有人會曉。我每人 airport 嘅物件。啊，你真每，但係有人會曉 ，because 若是講人未曉啦，但係有人去吹。但係有人去吹，แล้ว人過介紹來介紹去，แล้ว你家己過怎 review 嘅。啊，即係 product 好啊，即係 product 冇特別啦，好別啦，個有照西話咩 deal 時佢同你講。啊，曉落你咪講咪曉落。我喺梅魯，外國人用美國嘅 visa 到嚟邊 travel 啦，是講伊人過成日講過攞你無相嘅係嚟照，係伊人。安怎啊？本事，你的 jeep 來美國了，無插你其他路來講，你是當做 local 啦，I mean 你是算 domestic 嘅咯。哦，所以伊人成日講，你無使接 border 呢啊？哦，免過過 border 啦。但是你是上美國那邊啊，你是去 Canada 都無上啊，你是來搞啊，是變做 domestic，你飛機，即飛機你特別有 ID 呢 ，ID 特別是你無 local 嘅 ID 嚟講，你唔是。比較大，你咪就係個 passport 咯，所以被摘你名可能。如果你背只是叫咩過 immigration 咧 ，because 都 already 接嚟美國嘛。哦，花車咪到國家英咯，過 border 呢，就是像個吉隆坡過啊，對，像嚇。哦。這是 intercity travel 應該是。你成日去夏威夷咪上面，你問 passport。哦，夏威夷咩啊？要見先，你係坐飛機都掉隻 ID 嘅。對，你特別 ID identification 啊，所以你特別 proof 講你有名 ，proof 講你是係咪人看到嘢咯。特別你特別會見伊 law 個了 state law 無相。對。啊，你特別講會記。有人 speed limit 無相，嚇！伊大你 state 了，你會使做下面物件幻化。所以點解有一幫是 before 你 federal government 接來是，我是到啲 Missouri 我是教位硬是未教英嘛，未使教英嘅。แล้ว特別 California 會使，特別你特別去 California 教英，特別對嚟正大嚟講都是冇意思嘅啦，對。所以變咗 until 佢哋。federal 嘅政府講教了人特別成錢嘅事，係你貴係你攞貴嘅事，加特照掉成錢，所以我介使去往嘅你courthouse 面貼往嘅教英嘅字係咪？定到是未使，所以有定到是到啲 California 你使教英 same sex 特別你去 California 百里位你使出，是講你 marriage 冇 recognize 咯。哦，你到啲。當今伊攞是講，你到底搭隻招教英文好，加你搭你招特別成錢，定到是冇嘅，定到所以是講嗬，你去到底 OK， 咱們講啊，咱講教英，咱講下你marijuana 就對咯 ，marijuana 有你 state 是 legal 嘅嘛，所以你會使，所以 even Missouri 們是 legal 嘅，你會使 recreational marijuana usage。你冇講我特別大隻嗨啊，冇啦，我都冇啉過，唔啉啦，唔係，你只炒，我是掉我面對嘅話嗨，是講嘅味，哎呦，先我點整啊？แล้ว所以 OK， 我講啦，只有特別少啊，落去 clubhouse 講住你講啦，冇我落雨唔少，喂 memory 了啊，冇係個 complain 個發上大，誒睇當你 internet 我仆嘅，佢講馬來西亞 internet speed 啊，是只快啊。變咗嗬，冇人 complain 講會發上大咋，定到 podcast 啊，哎呦，個貴心正嘅嗬，哎呦，發上大未 download 啊，咪當然冇啊，但係是講馬來西亞成功嘅 internet speed 快啊，แล้ว我會講咩啊？嘛？
會講咩啊 ？marriage same sex marriage。哦，對 marijuana，你冇想識，所以你未使成講哦，你去 Missouri 嗬，去買 marijuana，有攞本啊，成講你特別你未使到啲 public space，所以 marijuana even for recreational 特別到啲 private residence 到啲厝嘅嚇，所以你未使講 OK 到正哦，我到正 Missouri 買，แล้ว我過去 Kansas 入灣啊，我到 Kansas City 時，我到隻火車過冇內 state 嘅嘛，所以。你別使講到正 Missouri 邊啊，嗬，去 Kansas 係處所，別使咋，到啲 Kansas 係攞是 illegal 咋，所以你那是講你會有人做，特別是偷嘅，所以那是你有人會掠你嚇，去你處啦，係掠你嘅咋，你是 illegal 到啲 Kansas 個，所以你規則你特別注意，你看嚟攞咯。OK， OK， 感謝各位聽眾先啦，最近今日準備成啊，你諗啊，最尾講我卡姐嚇，使去 clubhouse，係咪你個記住個啊？冇啦，哦，大陸有啊，就是咁樣。OK， 所以了到時嚇啊，要幾時冇大行咯？去歡迎你啊！一接嚟本來即係本來福建嘅 clubhouse 時，看看業績嘅啊！嚇，你知咩？我等下 send request。哦 ，OK， 但我當然 approve 咯。未見之正喺個傾做。要攞你都知 ，because 阿岑樂沙邊個另外一是你覺得這是邊啲學嘅呢？這是 house 哦，你去做 house of BGHK 嚇？阿總嗰啲，你 Sam， 你唔是 member 了咩？阿總都 frozen 啦嗬。嚇，我 frozen 啊！哎呀，死啊啦！死！Oh my god！Oh my god！我 crash！哎呦，死啊！ Oh my god！我 computer crash 啊 ！OK， bye！ 各位聽眾，禮拜四聽 bye， แล้ว我今日 proof 都 OK bye。哎呀，死別冇事啊 ！OK， 最 OK bye。